哦，我忘记开麦了，不好意思，我忘记开麦了哦，别忘记开麦喽。喂，自己开麦的笨笨。超级忘记。你现在来得及。刚开始你又不是什么开了20分钟，然后都没有按那个开始串流。我之前干过30分钟。哇，我们是同伴了，我们差不多烂了。好难过，都没有人提醒我。对， OK， 可以了，有关大家今天是4月9号晚上8点07分，今天第一次来，我第一次玩呢，怎么办？我也是啊。啊，谁没有第一次呢？对不对？确实是。就我们最烂的就团结起来打爆最强的就好了。OK， 没问题。 OK，Ape together strong。那这边谁最强？我们必须得好好的研究一下。等一下就会来了，等一下就会来了。哎呀，好，等一下再好好的凌虐他。凌虐吗？没错，就是凌虐。然后凌虐是第一步。瞧，这块这种是熊干爹，讲什么东西？我只有一次免费改名聚会，是否继续？我改了，没差了，随他了。反正我之后也不知道会不会开了。这款游戏我还是、我不知道到底会不会继续开这个，只是信心会被击碎这样子。有部分可能是。那好。所以你现在名字还没改好？我改好了。那我来看，应该要得到吧？哦，怎么？对啊，最后要氪金。OK， 好，来看一下水豚烟、叶彩烟，然后开猫猫烟 ，Hello， 欢迎大家。我们今天就，我也不知道我到底算能不能那个我能进去吗？我们不可能不是朋友吧？对啊，我看一下，你 Steam 那边已经邀我了吗？还是？有。哎呦，我们应该有 Steam 好友吧？有啊，我们有啊，不然的话我们那个 BTS 怎么连线？有啊，但你房间要给我密码，我才进去。哦，因为刚好有路人跑进来，所以我开了密码。我现在打在我们的 DC， 笑死，好白痴哦！我看一下我到底要怎么进去才对。好，有了。那你从游戏里面，然后找火蛇或者找 Seven 都可以，然后就右键它，那个加入他在的房间就好了。寻找房间，对，搜寻好像也不太对。为什么我看不到你啊？好友名单甚至没有你。该不会我真的要过那个奇怪的关卡吧？可是我实验室都已经过了耶。你说新手教学吗？对啊，3个都要过吗？应该不用吧？我 Google 一下。不会吧？可能吧？不会吧？他这么哈扣，我要疯了。是乖乖过吧，那个很短，一下就结束了啦。等一下啊，我看一下，我努力一下，我努力一下。我看看，真的？这时候应该要3个全过。有人发了一个负评，说一定要过关才能玩。我努力，我努力，我努力。挺难的，很快哦，一下就结束了，真的。我努力。这时候应该改《绝命拳王1》里，先不用，有点太可怕了。安不是努力要出场吗？我现在已经快要被他搞到生气了。他要3关全过才有办法跟大家玩，这是什么世界？谢谢哦，太棒了，太棒了吧！我要用什么动物？我想要用。它虽然说是海獭，但它外形是海獭，可是它写水獭，觉得很过分。差在哪里呀？哎呦，海獭跟水獭不一样。海
海獭、水獭。海獭跟水獭不一样，海獭是在海里用用海带盖被的，水獭是在河里面抓鱼吃的。没有手牵手的也是海獭。啊，手牵手的也是海獭。水獭不会手牵手吗？水獭不会手牵手，水獭会玩石头。那也蛮可爱。玩石头，好可爱。水獭很可爱，听起来很可爱。水獭是最可爱的，对。但为什么会是？知道他们是水獭还是海獭？比较细细长长的是水獭，然后圆圆的毛色比较浅的是海獭。可能一个在河里，一个在海里。啊，对，这个是最真的真的合理，这很合理，非常合理，太合理了。那我们在等人家过新手教学的时候，我才没有花钱，请人家来邀请我联动，我的观众过分。对啊，好坏哦，怎么可以讲出来嘞？没关系，他们现在听不到你们说话，现在就随便我说。没有，他们都说很荣幸可以跟我一起玩游戏。他们都说好开心，这一次可以邀请到本地玩这样，好不好？你们这些观众不要再乱造谣。新手教学挺快，好，我努力。那结束的时候，结束的时候那500块记得回到这里了。对，那个我们一人500要记得。没有。我怎么？那个桶边要打这个。OK。生口最大石是海獭还是水獭？生口最大石是海獭。那我们就先到游戏画面那边。OK。好，问他们会回答是这样吗？我们在等伊犁过新手教学的时候，我们来赛个车好了，不然我也不知道做什么。好嘞，那我现在把的。我现在我的观众们可以听得到你们的说话了，然后我走错界面。对，大家如果需要我调整音量的话，可以再跟我说一下。那个好了，画面的话就是这个样子啊，大家那个声音太大或太小都跟我说一下。这到底有没有打？你们听的太少或太多？不是，这要怎么？好。没有，什么叫塞红包？我才没有塞红包。要塞哪？没有红包，没有红包。为什么我还是狗？我没有换成独角兽吗？怎么500好便宜？真的假的？我们不是可以换那个动物吗？对啊。你先选车就可以换。我太急了耶！你跟在场唯一有长脚的吧？确实是。对，就以形象来说，对吧？这是什么赛车吗？这是哪个是谁？我叫什么名字？没错，我已经马里奥赛车。昨天才测试过这个游戏要怎么玩的，我已经忘记要怎么玩了。那很公平啊，除了魁宇之外，大家都是第一次玩。不是，我们真的要互扁吗？你要确定？我们会3个打1个，不然我们打不赢啊。不对，也是1个打3个。乱讲，你在乱讲，没有意思吧？连新手教学都被虐呢。这是有人打你吗？有啊，我被打烂了。等一下，我被打烂了。等，走开，海上走开。我一直跑到草地上。有点晕呢，一的哈士奇太酷了，有点晕。为什么会有油罐车啊？这游戏是怎样啊？然后跑4圈的，跑超久。对啊，哪有人赛车游戏做4圈的？不是3圈就好了吗？对啊，不是4不过3吗？是这样子吗？是吧？现在我前面有谁啊？我看到有回语耶。掉下去了。好无聊，我来扁他吧。我好像会玩的。哇靠！嗝屁了！等一下。艾贝，到底要怎么过？可惜好像没有抓声音出来。李仔戏。瓜仔戏，哎呦，输定了！大哥不要。好感动哦！我玩这个游戏，它居然是画面上是顺畅的。哇！不是，你都可以跑 Monster Hunter。因为我在还没有
换电脑之前玩这个游戏过新手教学，好超级卡，那是连玩麦块都会变成 PPT 的那种。那是有点惨。对啊，那有点太惨了。我那时候都跟观众说，他们要懂得自己扎眼补针。好聪明，好阳春哦！你的观众很强哎。他们是成熟的观众的画面主播的画面卡卡的，他们要找自己问题。哇，找自己问题。最成熟的观众不是要自己开台吗？是这样吗？是吧？我还在等待这种观众出现。我第一名了！错，第2名。这不是所有人很简单的，要配我快被扁烂了。超霸气耶！错，第2名，太无情了吧？游戏还能玩骗子酒吧哦，好像有看到，感觉蛮酷的。哇，这真的跟……等一下，追不上，可恶，第2名。没关系，我最烂了，不要紧张，我第3名哎。赛车都做不到吗？偷偷跟观众打招呼，听完晚上好，欢迎你来，然后暗夜晚上好，我加油了，你看我第2名哎，2/3可以了，够厉害了，Genius。有道理。超大章鱼，章鱼，已经可以听到10那个打新手教学大概打到哪里了。哦对，超大章鱼。第2关有哪个接？我努力，已经很棒了。我在某点已经被2只章鱼打到问天梯岸了，这边还要到2只大章鱼，谢谢。跟章鱼还蛮有缘分的。我们玩物猎人都还没有打到章鱼那一趴，我现在只打到那个像那个气球的那个蚊子那一趴。哦，那个找分龙，那个泥巴蚊子，泥巴蚊子，确实它是气球没错。对，好滑。是的，好滑。哎，哦，看到有人在送你，好，不用谢。喜欢你，好可爱的触手，不要雀眼。还你。看到了。射出1号了。这关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也很好奇，他到底要干嘛？终审章鱼烧，好努力！我们今天加菜，新手教学那一关的目的就是要弄那个弓去打它。对，然后我现在在拿大炮打，然后你还要打爆海盗船，然后你就结束了，应该吧？好。耶！已经能预测我倒在白赤龙前面，我应该会直接先倒啦。可以，塞菲尔现在跑得很稳，遥遥领先。定哦，我看可以在你后面，看起来很火。哎，我在这边看得很清楚，超好笑。我刚刚听了就觉得你们那边好有趣哦。谁编我？这种马里奥赛车的游戏要落后比较强，好过分哦！那我是最强的。因为落后通常会拿到很好的道具，真的。没错，这个意思。我以为你是说要落后很难，因为你前面只会拿到什么香蕉啊这种香蕉皮痛，不是这样。对，再不然就是如果是马里奥赛车，只会给你1个金币而已，好烂哦。没错。我现在才发现雪地非常难。那小鸡喽！走到哪里？快渡鸟走，快渡鸟，渡。那个嘴巴很大的是渡渡鸟，对。哦，我好强哦，第3名哎。我一直在第2名有3个人。Yes。太无情了，直接笑哎。好逊哦！只要有3个人，你就算是第3名，不，你就算最后也可以说自己是第3名啊。对啊，你有前3名哎。对，就是这样。你如果只有跟自己玩，你就永远是第1名。
哎，对，那很没错。棒啊！我跟自己下棋从来没输过。哇，我有跟自己玩过 Uno 哎，好可怜是怎样？哇，不是等一下你们没有玩自己玩过社会牌。啊？真的吗？自己玩不懂可以左边跟右边玩 Uno，两边抽到牌不一样哎。啊。好了，我好像没资格说你。你左手跟右手吗？小时候都放2副游戏王，然后这边放一副，那边放一副，这边打完跑去另一边，好可怜。啊，对，类似。兄弟想打牌，好可怜。不要难过，现在有那个啊，有那个线上版的了。对，现在有那个 Master Duel， 太健康了。可以用手机跟电脑玩了。这真的很可怜啊！啊，就真的没事情做啊，就也没有人可以玩啊，然后就对，没有关系，你不要再说了。不要难过，是人嘛，都会这样。啊，不能再睡了呀。3岁还有摸太成立。跟自己打吗？大家应该有常跟自己玩大经常跟自己富翁下棋，真假的？自己玩大富翁很合理吧？很合理吧？那是一定的吧？这种游戏也没什么人想玩，所以大风还可以自己看招网吧。哦，你是说桌游的大富翁吗？我以为你说那个电脑的吗？我以为是线上的电玩的大富翁。对，当然是桌游啊！哇，那你很厉害哎！我很可悲吗？我很可悲吗？不，很厉害，因为我觉得要一个人，然后还要摆那些棋子跟桌布，就觉得好麻烦。我刚刚想把它拿出来，我就觉得麻烦。重点是 C 游戏吗？好麻烦的，我这边买完还要再被夸在莫名其妙的地方好累。啊！我要被丢掉了！我要被丢掉了！璇璇之前也跟自己玩过游戏王，对吧？这样大家总该都要跟自己玩过游戏王吧？游戏王是蛮合理的啦。对啊，我现在当然会对着墙壁打 PVCG 啊。然后我是左手跟右手打宝可梦牌，所以也差不多。那不就一样吧？这是什么不可怜？什么好可怜？那个叫练牌。对，这个是我们跟自己练牌，然后没错，讲好听点叫练牌，讲难听点叫好可怜。讲难听就是我们没有朋友，然后不然就是那副牌组出去会被人家打。哦，那副牌会让你没朋友。好，懂了。啊，对，有可能。有部分这样。太棒了吧！都不知道前方玩。明知道自己盖神圣卫星还要发动攻击，这是一定要的吧？你要预设，你换了一副牌就是换了自己的人格啊。一个是负责受虐的这样子。去打爆。这个就是浪漫，这太好玩啊！要跟自己就是挑战自己的极限啊！对。看不到前面的人在哪是正常的吗？正常啊，因为第3名应该离你们超远，我就是那个第3名。走路我看不到第1名的车尾灯，我根本看不到前2个人，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哪。我现在走丢了小孩。迷失在街头。对啊，鲑鱼爸爸、菲尔妈妈，你在哪？他已经有人到终点了，我现在都不知道我人在哪。已经长大了，自立自强了。哇你是个成熟的保险柜，岁学会自己缴税纳税了。哇，要不要可以去工作养自己了？真的？这么快？差一点就可以赶上终点。强大的赶上去了，好哎。哦，我还是根本看不到前2个人说完的。我差距差了好多。是，我甚至没有。我的观众说，这种游戏要会甩尾。说刚才听我们都一个人玩什么牌，玩什么东西，他们听了都流眼泪了。啊，不用吧，不至于吧？对啊，干嘛流眼泪啊？过于同情，这不是很正常的吗？与其同情，不如多抖那个。完了，这边是什么？没朋友区，完了。乱讲。还好吧。我们今天玩完就是朋友啦，应该吧？对啊，奇怪可以这么了。算吗？是可以这么我只是算的吗？平常在家里可能没事把牌拿出来练一下而已。平常我们也要跟人一起玩啊，培养感情啊。相信牌主就会回应。谢谢。对，真的会这样。因为有时候改动一个自己都哽咽了。啊，不用。我跟你讲，有的时候太久没有摸，他就会直接生气给你看了。哎，对，就跟那个刘德华那一部牌主跟你没有击败，
嘀咕嘀咕吗？对，没错。哦，嘀咕嘀咕也是那个跟牌培养感情，牌品不好就是人品不好。哦，然后你要跟牌多培养感情，之后他就说大师兄都回来了，不是朋友们都回来了，大师兄回来是少林足球，对。好老哦，天哪，好老！我天哪，知道这个梗。啊，我都没听过，好哎，完了，真的，你们那叫什么我都不知道哎。完了，没听过啊，先讲先错，少林不讲不错。你不要自负年龄好不好？完蛋，有人在突破年龄，这样不优吧？我怎么会这么攻击老？，哎，打不打？攻击训训，啊，有了，传导了，传承了，太唱到是，有了，传承女神，嘿，有人说大雨大富翁好像也蛮适合联动的，有道理。哦，就是一般的大风。有那个有土博的那个，不是一般的大富啊，阿翁，土伯，对对对，现在那个大风10啊，哎，对，是10，没错。上有送你，哎，敢撞我？这样，龙图老人会，哪次不是等我拿到火默箭就知道就变成老人会了呢？而且我就赌你拿不到火箭，就是这观众在那边讲什么老的啊？你们还不是听得懂？对啊，奇怪的，会说老的代表听得懂。没有，我们这边的然后一边大家懂得都懂，好像不知道明明大家都知道。你以为每个主播都是年轻美眉哦？今天4个人至少有3个不是，好不好？我抱歉，我只有我是不年轻。你几个意思？你几个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没有啊，什么意思？我的自我认同是年轻美眉，不行啊。我很抱歉，我不年轻，也不是妹妹。哎不，哎，那我现在连甩尾都不会。我一留言就不知道溜去哪里了。对，这个游戏要快，要会甩尾，因为甩尾会加速。人要比车凶，要比这又是更老的。完了，这个塞菲尔就真的听不懂了。那个郑伊健的烈火战车啊，完了，算了，当我没说。真的不知道，真的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什么？烈火战车是什么？伊里啊，不要再自爆了，真的。抱歉，我会甩它的主题曲。啊，那你可以看那个怀旧主题曲歌回，对，就是伊里的自可以爆大会。找得到同温层。而且其实那个不是我当年看，那是我后面出来读书的时候自己没事情在看，没有我自己找来看。图片技术传说，你也知道，我这边有人知道，太好了。不是大家都新手吗？怎么有个人开车开得特别快？没有啊，怎么可能我从来没有都新手？说过我是新手啊，显然有一个不是哎。是我从来没有讲过我是新手4个字呢。只有我们自己那个。对，那一招我帮他剪过不止一次猛兽派对的精华，我都看他痛扁别人了。等会呢，我看到有人在问说要怎么称呼本女王了。各位关宝箱怪本的女王，宝箱中最闪耀的宝石塞菲尔索菲亚，请大家多多指教。可以称呼我性感、成熟、漂亮、美丽、优雅的宝箱怪女王塞菲尔大人。好长。好的，其实前面那一段我已经忘记差不多了耶。对，噼里啪啦讲一那大段。个性感、成熟、美丽、漂亮、优雅、大方的宝箱怪女王大人，可以这么称呼我没关系。前面你可以自己有创意一点，但就是往好的编。好的。然后现在在联动，所以回聊天室会比较慢一点啊，那个见谅一下。那个你各位那个不要因为主播没有下1秒钟就回答你们的话，然后就在那边哭，在那边难过好吗？你们是坚强的宝箱怪，你们是坚强的观众了，要懂得自己想着啊，主播在说话，等等他。对，我现在发现你们2个是宝箱怪。对啊，你们2个都是宝箱怪。有好好纳税吗？那个。我收入又没到，零收入纳什么税？
你好好的，那个宝箱怪的就业率就是被你拉低的。用我，用我，用你，你没不到族群。有啊，他们不是说那个联动500块？你来，嗨嗨。真的没有，什么联动费500块才没有，没有的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啊！500块我就可以把这款游戏的价格打平了耶！突然想到，对啊，为了联动特意买游戏。对，什么叫联动的朋友被压迫？我才没有压迫他们，才没有，才没有这么温柔。我们有交代说不能讲啦，讲了就没讲了。我们有说好不能用压的，可以用摇，又是那个吗？又是那个夸胡忘记删掉吗？夸胡忘记删掉。那个一篇500块，哇，是1000吗？行情怎么又1000哦？啊，那我比较低廉一点点，比较便宜啊。对，我廉价劳工。我们有人那个没发动。哇，我又爆炸了。你说为什么没有在同一个小游戏中？因为我新手教学还没有过，没资格玩游戏。城之内像我这种软脚虾决斗者，好老哦，城之内。像我这种软脚虾决斗者，没有资格参加海马娱乐集团主办的团体妈妈断你手脚加不进去。决斗者。城之内还好啊，城之内好歹是有名的梗。没有，他是那个好吧，运气很好。他就是赌侠，我只想说我要接后面那一串。刘杰老师不知道从哪里生出来的，海马娱乐集团主办打你妈妈断你手脚决斗卡大赛。好凶哎！没有啊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刘杰老师的心，然后就配这一段，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。我记得是像你这种软脚虾是没有资格参加的。我记得他后面应该没有加那么多。我知道有一些配音员私底下也会玩一下。你们后面没有听？你们没有听过后面那一串？没有哎。我要找出来，我等下要找出来。如果自己是刘杰老师，这怎么有人这么凶嘞？在干嘛嘞？意外。战斗机。你是战斗机。为什么人家明明就是鸭？啊什么东西？没听到。战斗机。对啊。让你送你个火箭筒。可以啊，大家都是同类，不要分就行。完蛋，可以是。没有，我是高贵的宝箱怪。我是便宜的宝箱怪，合理。就你高贵，我是挖贵的宝箱怪。突然那个用料，对，那个材质不太一样。真的。这样变成人好看就好了，不要分那么细。你拍的好就好，不用分那么细。如果你拍的不好，就是你太难看。太难看了。你太好烂的笑话。我在想我到底要怎么接才对。不是啊，你们觉得笑话不好笑？这个时候只要微笑就好。这个时候我们只要微笑就好，让他自己尴尬。哦，不会啊，只要我不尴尬，尴尬就可能就有观众了。哦。痛苦的只会有观众哦。痛苦的只有观众。为什么我又是第3名啊？我才是软脚虾决斗者。主揪好给面子哦，好善良。乱讲。主揪好给面子哦。对，我放水啦，都是我放水。已经学会甩尾，我怎么还是最烂？哦，好像是。我也没学会甩尾是什么，不好吃。I wonder if you know。算了，我不要，我今天只有我在兔年里，我不要了。什么 if you know？ 那个亡命关头3。东京甩尾。哈。完了，我不要了。原来我听过，因为那部蛮好看的。那部真的很酷哎。哦。
你先不要再哭了，你到底过完了没？我还在被打，一堆海上在闹，还在黑船，伊犁下不了船啦。怎么会？不要，豆豆你要走开呀！我们下次联动还没下船。没发动好。这是考古台吗？不是，真的不是。考古牌。长途考古。抱歉，是我太老。靠腰。哦，我是被揍了，我以为是我烂。明明都做到人了，为什么还是最后呢？没有把自己的价值建立。一定是揍的不多，再打一下。完了啊！真的耶，太棒了！起来！这油罐车是怎样哎？油罐车也算比赛？他们是那个啦，场地维护人员。刚刚先出即时题，对，我们可以用 Light Kick 很帅。哎呀，不能，抱歉。你的护盾好开心哦！抱歉，我撞生词会很多，因为还在被打。后面2位还好吗？活着。还破特别。我看到你了，不要跑！哦，没有，我最大。让我出去！哦，有了，我靠！我出去。有看到了，要赛费了。追不上，为什么？这个音好听。不对。就这样。还是可以的，看到是倒追。嘿。没有啦，没有这么快。这是什么？这个车好可爱。是撞你的小黄吗？太直。刚才有一个道具是那个新手教学会追出来的那个要你命6千。那个是致敬吧？那个是。哎，对，他的那个文本有改过，我觉得不错。致敬什么？汤姆 Jerry 啊，不可能现在变我老吧？汤姆哇，好老。喂，这个过分。知道的话会有点难过。不可能吧？会那个是不知道会被质疑没童年对啊，至少还有新版，你可以说你没看过旧版这样子。还是现在人都看那个肥猫斗小强之类的？那个也很久了，其实。啊，真的吗？什么？那个也至少10年了。啊？肥猫斗小强有吗？有那么久？有啊，其实。什么东西？肥猫斗小强？你们好接近哦！卡通频道的那个啊。也是无声默剧啊！时代好可怕，它还有那个中文配音的版本呢。可是中文配音我觉得没有到比较好看。卡通频道我就在这边画一条线，不认识。有人在画，有人在切割。画线，完了。才刚联动就在切割。我们才第一次联动哎。无情切割。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一样。这个有听过吧？这首也蛮老的，这首其实说实在也蛮老的。有了。这个稍微有听一点点音乐的人应该都听过。我以为你要说稍微有点年纪的，救命！啊，我没有这么坏，但是我请你吃一个冰块。我知道了。听过肥猫斗小强，真的假的？这哇，那已经是我。今天天气蛮热，吃一下。呀。谢谢，不用，谢谢。知道了。呵呵，是。这第4台还没改版之前有说，对，那时候还没有那个。在卡通频道还没有不见的时候。啊，对，卡通频道不见了。卡通频道不见了。说它不见了，变成那个 HBO 里面的啦。迪士尼啊，对，那个年代迪士尼还在电视上。有人偷撞我。算了，那知道不要走，一次很难打2个哎。
还有一只旁边不是有一只狗狗会帮你吗？我现在到那个很像秘密办公室的地方，塞菲尔没有经过那一部分。你说你是隔了一阵子才玩，所以你那时候有需要重玩新版的机种吗？有玩到黑船那一边，然后后面它还有新的，它好像有第3关呢。还有第3个，对啊，塞菲尔不知道。Let me go，Let me go。我看不到你。我在抽。塞菲尔一直在紧追不舍。隔壁了。这到底是谁？啊，没赶上。屁啦！伊莎晚上好，欢迎你来，嗨嗨嗨嗨，嗨嗨，已经不见了，8月画下尾声。有看过卡通频道，让他的童年很完整。我的观众说，卡通频道2024年8月就不见了，对啊，现在都2025了，好难过，好难过。再也不能够说现在小朋友好可怜，没有看过旧版的 Ben 10了。我们比较难，我们比较可怜，亲眼看到我们的东西成为历史了。那确实。变成了那个说出来会被人家说，没有听过哎，这是什么？好老哦。算了，到这个年纪了，会耶，就有时候讲了一首歌，然后那个年轻的人就说没有听过。派大星就会举着照片，然后为什么美好的事事物离我越来越远？你怎么都渐行渐远呢？对，这是啊，对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开个赌盘，看伊利过新手教学，我们可以跑几乱？我们已经跑了大概4、5张有了吧？是我在努力中。加油，伊利，我相信你可以的。我掉下去。刚才那是什么声音？我掉下去的声音。享受痛顶的声音了。这个是第1名哎，悠悠你去 up。好，自己下去了。太跳不得。那个人朝着我鼻子我忘记了。好了，这个很年轻，这很年轻吧？这没话讲吧？可以了，年轻，所以我们根本是今年的事情而已。这个也能显老就过分了哦。那你的烟呢？这边走起来好危险。啊，对啊，我刚参加。我越来越进步，我现在可以看到烟。可以看得到车尾灯了，好可怜，好难过。直接被数落哎，救命！对啊，这是一个进展。追得上去了，可以了，紧追在手，紧追在手，追不舍。不是为什么还要打一个很像加菲猫的鬼东西 ？What the？对，有一个很像加菲猫。为什么你的新手教学比较好玩？对啊，为什么？我怎么对新手教学没有任何加菲猫的印象？你是新手教学吗？我怎么真的好你的新手教学比较好玩。新手教学有多付费是不是？对，就是你玩的是猛兽派对嘛 ？Animal Party。对啊，不是 Party Animal。哦 ，Party Animal 啊，对，它的名字叫 Party Animal。他说等一下那个你开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游戏，好笑了。哇，笑死了。应该是不是？应该是不可能吧？又不是我。把字卡。是这样子。啊，导弹。哎，要你命3000呢。熟悉的东西。因为你一命3000其实也是很久的。没听过。第一次听过就是猛兽派对。OK，啊，切破脸。没有被炸飞出去了。哎，完了。对，是越玩过教学这个地方，为什么我要跑到第3关去？我不懂。为什么你的教学那么好玩？为什么你的教学比别人长？浇水我也不知教学。教学。
这个游戏不合理，快1小时，是不是想让玩家不想退费？我已经开始想退费了。我到底是不是不要退费，开始退费，已经开始在不耐烦了。还没跟另外3个人互点就先生气了。还没开始心结，先跟游戏心结。对，这是一种我跟班纳博士一样 ，I'm always angry。对，不用准备朋友就可以生气。所以从刚刚开始计算，的吗？开始计算已经第1局了哈。从这下开始记第1局。你说赌盘吗？现在给他的压力到底要多久？要多久？还要多久？点。等于空格等于。哇塞，这个很凶，这很凶。这会玩，问号。打 L， 然后一直在那边点问号，就对，叮叮叮叮叮叮叮。你们想换游戏吗？还是你们要继续赛车？你应该要先让你们2个先练习一下怎么扁才对吧？好啊，那我们2个扁你一个吗？是这样吗？不是。你可以让沙包来揍一下吗？他好像没有办法分队呢。还是可以，好像可以。可以把吗？我不知道。可以调整一下。看看啊。还有火圈啊！屁啦！应该是可以啊，应该是可以。你还是到底什么？可以啊，可以霸凌哦。霸凌现场啊！我还没跟观众介绍，那个紫的是伊利，这个在烤肉的是，对不起，我好怕我念错，这个是龟吗？还是贵？还是西？龟啊，葵玉啊，那个绿的是火蛇。谢谢大家，完美的介绍。对耶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自我介绍一下？对，完全忘记这件事情。好奇怪哦，主揪是谁啊？怎么都没有这个自我介绍环节？对啊，什么烂主揪啊！大家好，我是这次的主揪。对，我是陈火生，我是这次的主揪，然后我是一个唐突系的宝箱怪。那我很唐突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计划，就是等一下我如果输太惨的话，我就会开始胡言乱语。例如，举个例子，我想要留到后面再，好吧，没关系。比如说 Daddy Harder 之类的。跟你讲，100%是冷笑话。没有啊，塞菲尔的台有小朋友在看的，不行这么讲。我先想一下要怎么玩，我也有一点忘记了。我是谁？我是独角兽，没事。好会玩的。有狗狗在打我，好可怕！再见，我要带着这个灯让命天，让自己天涯。那个灯要干嘛？这个灯很可爱。你们现在有2个人，我们应该要对付一下。我的队友在被揍了。你们现在在哪一个模式？我想说，到底能不能直接进去找你们看看呢？理论上是可以的。你们在哪一个？但我有密码，在 DC 里面有。你们在哪一个地图？你们还在开车吗？没有，你就我们在护本，我们在往内互打，不用。真诚赛还是真诚赛吗？没有，你就直接右下角，然后找我们的好友清单，然后直接右键加入就好。好，等我看一下。要怎么出拳攻击？下去，我是用摇杆的，你用是键盘吗？我是用手把。好，那就是你的 X。I don't know。2个被1个打爆。PS4手把也是吗？我的 X 是。PS 手把就是方块。是方块。方块是连续出拳，然后你的 L2 按住是加速跑步。我走不到。加速跑步的时候按方块，你会有重拳。我走不到。但是你要看你左上角会有那个体力条，会慢慢掉。那要怎么丢？对不起。我走不到火石。好，丢。跟 T 同一个按键。那要怎么丢？
你要按住啊，你把别人打晕之后按住 R2，然后就会把你举起来，举起来之后再用你的那个方块，这样你的方块把你丢出去。火神，你的玩家名字是什么？他好友列表没有任何酷东西耶。我好友列表也没有你耶，怎么会这样？完了，你们不是好友，有心结，哇，不是好友。右上角能找那我要重开吗？ ID， 我看一下哦。还想啊？这有东西可以拿耶。火神，你给我你有办法念你的 ID 吗？还是你有办法念你的名字出来？还想拿？看一下。好，就是游戏应该是游戏里面的。嘿，哇，好厉害！车祸蛇。是等会起不来汉字吗？还是？对，是汉字。懂了，一阵乱撸就会赢。没有，这边等一下。没有找到好友哦，到底？怪哦。你看那，还是他里面的好友跟实体好友不一样不？应该不太一样，我觉得。真假的？哦，对，它里面的好友好像跟 Steam 不太一样。嘿，那你用火蛇用 Steam 摇伊里看看。可是我刚刚想，好，你 Steam 好像没有发到我，我没有收到收视。那不然我要你看看。好，完了被抛弃。对。这样我有伊里的好友吗？心姐。好像没有哎。完了，今天我就是哪一边都不是哎。哇，心姐啊！哇！塞菲尔不想要加深你的伤害，所以就不说了。完了，怎么会这样？不想要加深你的痛苦，塞菲尔决定温柔。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今天怎么会这样呢？对啊，太奇异了，怎么会？哇，他有可能认识，我可以从这里找到你。可能认识，我的游戏跳出了一个那个好友，跳出来了。好笑哦！有了，跳出通知了。处理的邀请有了，封锁。对，要接受做吗？我怎么进不去？有了。有密码吧？对。啊，没有，他没有给我跳到游戏里面。拍照。好怪。那个，我说先回大厅。好。回大厅重新邀请。完了，这个游戏我搞不懂，我看不懂。他输呀了，我还在，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加进去的游戏？彻底的排挤。你被游戏排挤。完了，还在推特上面那个，我在推特上面留言说我会成为笑料，结果今天我真的是个笑料，只有我一个人进不去，怎么会这样？你直接成为祭品哎，唯一一个被还想偷袭。我成了新的房主了，我要怎么退出去呢？你直接还是你把我邀进去？掏土离开。哦，有了，离开游戏。重开一个吗？是。哦，有了，我看到它中间这一边有那个介绍了，怎么按键介绍？好。你要吗？好。我试试看这个方法。接受了，没有收到东西耶，是我的问题吗？什么没有收到东西？我看到你不一样。如果是游戏画面里面有一个添加好友，它有一个找查新好友那边，应该是要输入这个东西。对啊，你可以输入那个。我现在已经把我的贴在 Discord 上了，有火蛇了，我得到成就了，马吉来了。哇，你有朋友了，恭喜！这样火蛇再邀他进来就好。我有朋友了，有看到我邀你了吗？好像还没，天啊！
顺便学一下你们家还有。还是我要关掉重开啊？我关掉游戏重开看看好了。我发现他这里有留照片哇！我最久已经是2023年10月玩的哎，哇，好久哦，好怀念哦，好怀念哦。然后就再也没有打开过这一款游戏了。这个好游戏。上一次玩我看一下，2023年11月26号。OK， 哇，好久哦，哇，好感动哦！啊，阿利维亚，晚上好，欢迎你来，嗨嗨嗨嗨。然后那个现在啊，我还是顺带这个时间点，我来 key 一个主播不会太快回话的通知给大家好了，放在游戏画面上。省得刚进来的观众很难过。我跟主播打招呼了，他不理我。然后就是报主播复社会。都没有在理我，我都打。大概是这种感觉。真的，然后就去报复社会了，危险危险。看一下，主播会直接不理观众，不会啦，不会不理啦。伊里你在游戏里吗？我开游戏了。对啊，加入了。可以不可以？有了，进去了。看到了，有了，耶！有了，成功了。不会一边看游戏画面一边打字，我一直打错字。这样多看聊天是会比较慢的。错字，错字。为什么他要写正在配对？对啊，因为我们4排啊，我们是4排。哇，这么刺激！有了，是顶。好的，等下直接示范什么叫4个人当1个人用。就这样吗？示范，我就要把自己队友点晕。真的。有 Team Kill TK。这有些精髓。就是敌我不分，就是要不小心打到自己队友。他吃洋芋片好想吃哦，队友就不会被敌人解决。可以救队友，救自己。漫长的等待时间呢？玩的，该不会只能自相残杀吧？都难过，结果还是只能往内互打吗？有啊，理论上来说应该要排很快的。理论上来说，他应该要那个，让我们不会因为这个配对的问题困扰，然后塞一点好像 AI 又不像 AI 的人出来的。可以弄个就是 AI， 不要再骗自己。没有，但是这是存在的。不要再骗自己。当你以为你很厉害，哇，一口气打了5个人的时候，全部都是 AI， 不好意思。对不起，真的。有了！哇，还可以地图4个 AI 加进来了。4个 AI 加进来了。站在火堆旁取暖。没错，就是不要待在雪地里。活到最后。会被冰起来耶，好酷哦！好冷。对，想办法把别人丢到雪那边去。OK。好。或是丢到那个河里也可以。这很合理。好烦啊！谢谢你们2位。谢谢。宝箱怪了。我没有衣服可以穿。我现在都没穿。那你快这样不优哎。对，蛮不优的。不是，人家是草，哪有差？不是，那这样的话，你也是宝箱怪，你也没差。所以我每天都在脱衣服给观众看。OK。不是，刚刚谁说有小朋友会看的？不是，为什么好像听到有人在讲话？是怎么回事？谁的内麦吗？是有人内麦开语音？哎呦！谁的家人？AI 好凶，AI 好凶。他是美国人呢，讲英文。I can speak English。什么？可以听到对面的内麦吗 ？I am on street now。
I am 啊，就不能动。 I am handsome。 I'm Taiwanese VTuber。真打我！什么是我吗？等一下，我把你拖去火里面啊！不行，我死掉了。完了，我跟他一起被冻成冰块了。没关系啊，伊利，至少我们死在一起啊。所以我们在隔壁。对啊，我们死在一起，愧疚。没有，目前有1分。好像还有国人。会。天王盖地虎，宝塔镇可以啊！哎，火锅烧啊！我被扁了，我被扁了。完了，我都跟人家买1送1。买1送1没有不好啊。晚上好，欢迎你来，嗨嗨嗨嗨。Nice to meet you. Your birthday. We have person birthday. 谁？ Tomorrow. Yesterday. 剩一个。不是怎么突然在？剩对面那只牛。你说，这只牛很强哎。你不是你们在干嘛？我看不到那只牛在哪，我看不到精彩瞬间。我死掉了。有只鱼耶！哇哦！兄弟是炸弹。炸弹！chill man chill！ 哦，有了，他炸了。有了。好，让他 chill 一下，拖出去！揍他 ！Nice 啊！耶 ！Nice 啊！有前途的。哎，好好玩哦。这就是有过比较高级的新手教学的差距吗？没有，我还是瞎打一波。好变态！对，再1分就赢了。啊！要不能，不对，烧死他！啊不！有人被烧死了！牛侠是什么？哎，冷静点，你冷静点。红色是自己人靠呗。对，红色是自己人。在火里会被烧掉。救命！OK， 有了，这游戏很好玩。有人死在火里面。等一下，谁？那没事。等一下，有精灵有啊！被撞住了！我来了！对，撞不到。出不来了啊！等一下，推不过去吗？我来试试看。我已经没了，不用救我，快逃吧！来不及了，来不及啊！烫啊！我有午休外套，对，超酷的。天王盖地虎，空降105。哎呦，可以丢东西啊！可以。我打了。哦，飞踢有料。来，给你啊！靠边！有人在偷偷放东西啊，没有打到。过来，不要过来！剩一个。完了，我就看到那个蓝色的一直在被烧，好可怜。对啊，他的痛苦永不结束哎。他是少女真的哎，好可怕！被烧了。完了，塞菲尔说话小心。有给他一拳。烧了吗？烧了，有了。塞菲尔是擅长同归于尽的塞菲尔。对不起，我太油了。什么太油了？什么油的？等一下，我是踢到你吗？你冷静点。我完全不冷静，我怎么冷静？等下，我先把他踢晕了。我等下去同归于尽，你活着就好。那他火都还爆炸。你活着，你要待在火旁边。啊，我负责活着啊。你负责活着。完了，好，没事。回来了。好，可以了。我喜欢这个分工。好，有可以。谁拿鱼丢我？好靠背。喂。啊，这不是我，一定是对面吧？啊，塞菲尔来不及丢。哇，唐银狗，香蕉皮出去。我是唐银狗。我是这个月评分。快！C 位要站 C 位。哦，这可以哦，我在哪？有。你要先找到你在哪里。可是我看到我了，我在角落。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哪。现在最左边那只牛是谁？不知道，这个完全不知道。那只牛看起来很凶哎。好笑。然后照片是可以存起来的，那个照片左下角那边可以存。哦，这是我们友情的证明啊，没存到。好了，友情不过如此。我还以为它会自己存起来。
太不人性化了吧？他不是应该要存起来，然后在很久很久以后突然跟你说，哎，你还记得这一天吗？怎么可能记得啊？哎，你还记得那天被你还打烂吗？记得你几年前加入推特吗？这样吗？差不多。对，你还记得你这一天玩猛兽派对被痛扁100次？对，痛扁无数。我可能睡一觉就忘记了。那很好哎。很棒啊，不会把情绪带到第二天，太好了。但是偶尔想起来还是会气一下。那个被痛扁会有 PTSD 是不是？晚上做噩梦就会梦到被你们围殴。没有，这个是哦，那是猫在抓屁股哎。脏脏。好像所有动物都会，你只要选了，然后站着等一下就会。你看塞菲尔多有气质，塞菲尔都是仰头望天。哎，我也抓嘞。哎，对，独角兽也抓了。就是要拿那个橄榄球，然后跑去对面的球门。快，往前。Go！ 哦，那我们只要保护他就行了嘛。掩护他，对，走进去。Go！Nice！ 哎，我还踢了一个人，好爽哦！耶！对，会有好玩。哇，他还有精彩回播哎。有精彩中播。太强了！我搬的好努力哦！哇，一个 touchdown 哎，太棒了吧！你后面那个抓屁股的猫也很努力哎。你看看什么叫小跑王？好，帮主被小心！没抢到！哎，完蛋！金黄色的鸭子！我被……哎，我在哪？不是球呢？这个人！加菲猫过去洗澡！哎，被牵走了！他哦，我拖住加菲猫了！我拖住加菲猫，快，你们可以走，可以走。那边怎么有人在挂机？对，发呆哎！这边有可以耶！呀，扁了！天哪，我连扁人都扁不好。等一下，不是，这边抓到我鼻子了，挂机的，我都打挂机。有了一个，可以 ，Go！ Touchdown！ 哎，有料！耶！沙虫晚上好，欢迎你来，哈哈！我们现在正在玩 Party Animals。我刚想说，哎，怎么少一个人就头一转过去看到我在扁那个挂机，扁挂机仔，好凶，做挂机。挂机仔动了！他们打了！挂机仔动起来了，他刚骗我们！他在放水啦！哎呦！我被踩了底下，等一下，我被上面人打了一拳！我被打到地上！那可能还给我赞助，好凶哦！那是黄金鸭会玩，真的啊！大家都挤成一团！不，等。我每次被打到慢动作的画面都是被自己。有了，塞菲尔抓到了！塞菲尔被鸭子走开！哦，挂今天这好烦了！有，好强！哎呦 ，nice！ 哇，好爽啊！当弹狗好好玩。可他在我玩的好努力，好可爱哦！黑鸭也很猛哎！抢跑！可以给他飞踢，有踢到！给他抢球！放前，你前面没人了。他一直在地上滚呢，是怎样？哦，有，好强哦！他抓着我！一个抓一个哦，这是撞球哎。反正就是你球丢过去之后，你要摸到它才会算进，那才算你带进去。哎呀，不能啊！有踢到！不是你踢到我了，踢到成一团，踢到只是队友。完蛋了！掉分了，来不及。哇，你刚刚那个飞踢很精彩，一个差点玩疯。我们踢了很一个对准一个。哇，这个转身放进去好帅哦！很帅呢。猫咪好像很厉害啊！我被踢！我被抓走了！等会，好大水！等会那个
快怎么他们乖！又有挂机仔？有挂机挂机了他们，要出现挂机仔了。赚了。哇，他这样滚好快哦，好可怕。哎，不是，go！我体晕了，抢！有了！走错边，走错边了，走错边的，救命！我很抱歉，哦，好 carry 哦。我很抱歉。完蛋，快去！猫咪，别打！球呢？球在哪？球！挤成一团，根本不知道啊！别！哎，挂机仔醒了是怎样啊？挂机仔醒了，关心对方的挂机仔。有了，挤成一坨。我想说，球类怎么抢到了吗？就他一直往我们自己球门疯狂往前冲。走错路了。我希望他标志再明确一点。就是我们对面那个就对了。OK。再见。可以了，你前面可以。好强！可以！太强了！耶！别抓我！我的妈妈！差点要上下。让你们看看什么叫抢跑仔。Nice。我真的差点乌龙，天哪！又到抢 C 位的时间了。我跟你讲，他们不动了，再进去比较容易抢到。走开，塞菲尔要站在上面啊！我还是有在角落，点到旁边。我只看起来像被2只猫夹起来了，看起来超怪的，这画面是怎样？我们错，我们看到人家的，好有生气，完了，我要怎么？没关系啊，他真的加你，你再把他删掉就好了。对啊，谁呀？你可以跟他当5秒钟的朋友，没关系。5秒钟的朋友，然后他会唱你。什么？我太抱歉。这边有胜之不武，对方网络的问题，怎么能说本女王胜之不武？他的问题嘛。我网络连不上，变挂机仔，要他找自己问题。要找自己问题。看起来很棒，还蛮嗨的。又不是在打牌，打牌不顺，你还可以怪对面切牌作弊。打牌不顺还可以怪对面说他一定有作弊，他一定有在用实力。没错，要施展魔法了。没听没得玩。把弃牌区的牌不小心变回牌组里面，把原本那个4张最大的牌放在牌库底，然后放给自己。很敏感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个你在那边抓屁股。哦，海獭抓得很用力耶，很痛哎。他看起来抓得很爽哎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手抓这么用力，因为大家都只是轻轻挠一下，结果我抓超用力，到底？所以你肯定那个猫比较刺的，要抓大力。这就是凭实力呀！这个不能够2个一起拿，这2个一起拿的话会电。触电！好好玩哦，没电了。然后就赶快把它丢到别人的那里。慢慢对，直接被扇到。啊！等一下，完蛋了，我被打烂了。进球了。在打晕的瞬间，被打晕的瞬间就结束了。我还躺在地上。直接挖进去是怎么回事？没有人可以赢得过我抢！太会有怕了！太快了吧！怎么他们怎么做到的？怎么做到的？你也是好网路。完蛋了，遇到大哥。完了，他们的那个，他们的丫好丫，他们可能那个光纤有牵，光纤有牵下去。那个呀了，哇！居然开始唱转圈圈吗？这个一定要的吧？有了！这不要触电一下吗？完蛋了！完了！喂！我倒在地上。
地上还有那个鸭子的帽子。完了，扁他！太扁，不知道抓了谁？啊，不好意思，你抓着我，抓出来了。你要把我抓去哪里？他说这看到什么东西，手伸过去一抓，拖出来。哎呀，这谁？我还想说，哇，对面也太狠了吧，怎么把我拖那么远啊？不是，是自己人。挖出来看一下，这谁？哎，我一直抓到自己了啊！不，屁啊！他们渡鸟很强哎，他很猛哎，他很厉害呢。他们渡鸟是很顺，就直接原来是渡渡鸟，我还以为是鸭鸭。它是渡是鸟，嘟嘟鸟，是嘟嘟鸟。看起来是蛮可爱的。哇，他的运球很顺畅。扁他，他可能是练习了时长2年半的。完了，我坐在中间，跟小拳王一样。好了，球球嘞，球球在哪？球飞过去了，哦，有，我倒在地上，完了，回来呀，球！还没打到。在哪里？我是哪里？我在谁？有，我来拖住他们。先扁渡渡鸟啊，他们在扁自己人呢，好棒哦！然后打，耶！哇，我有一操作分满分了，嘞，好 carry 哦，可以，操作满分，自己看，好很猛。好让人安心。真的猛，真的猛！哇，你还被电了一下，哇，那个转身，这超帅的，帅超帅的！哎，好，啊，渡渡鸟，完了回来啊！我来不及，太快了吧强，他也是抢跑仔。看起来太快了！哇！等一下，好暴力哦！我抓了球，结果被打掉了。有观众说觉得这个地图跟刚才橄榄球最难玩。哦，真的吗？哈纳西，要电了，哎，有人跑了，耶，来收球球呢在哪里？球在哪里？把扁晕，来呀，再来哦！会捡球，对，自己。我跟不输上。了，好难哦，球类运动。那颗球念很久会爆炸，没错，我就是技术性让它爆炸的。真菜，哎，好赞，好赞，哦这可以检举了吧？什么？怎么可以说主播好菜？要说主播怎么绿绿的才对啊！什么意思啊？我就绿绿的，你想怎样？完全没有我的画面。我不对，按错奇了。妙的画面。举报，然后不当言论发送，很气啊！发送很凶。吐啊！啊，Party 对他的画面都录下来了球类地图都偏难，好难哦！哎，我才没有笨笨，好不好？喂，这个超聪明的，什么叫笨笨？你才笨笨。小学的时候有没有学过说人家笨笨的人自己才是最笨笨的那个，所以一根手观众指才是笨指别人笨。的时候， 4只手指指自己，啊，大拇指在当那个躺赢狗。真的等一下，怎么又有躺所以赢之后都是五指伸直并拢去指人家了。哎，对，是三指并拢。哦，他可以抓肚肚哎，好可爱哦！是不是？他抓肚肚感觉好饿哦，像极这了等会要把他们都宰了吃掉的那个动作。希望他可以出去做猛兽厨房。我出去了。怎么伊利先想上厕所是不是？在挑衅哦！我不是故意的。我说有大便呢，还笑。我说有大便贴图，我现在按一下，结果他就送出去。我真的不知道会是你会发生这种事情。我要把人家拖下去，结果我拖到我自己。
为什么烧起来了？你哪里是？你为什么可以在水中烧起来？啊，你没有烧起来，你那是被强化了，你可以上去送。哦，这里有狗，这里有好香的狗。好，你拿回来我着球拍的狗哎，这踢得很痛哎，好猛哦！真的，哇，我一脚一个哎！我一上来就被扁哎，好过分哦！我被冲下海了，有了，直接变虎死。他直接变火好蛇下去。香狗狗。哇！哇，哎呦，火蛇要活了，大自然完了，卡住了失去。啊！可惜差一点点。先扁就是他自己。完了，下去吧，下去吧，猫咪。死吧，兔兔！啊，别！还有强化过，要小心。下去呗。啊，对不起，老哥，对不起，这个位置。我被冲下去，我是大比耶！他越大便，我是大比。又下去了。可以了，我回来了，我活下来了。哎，好像赢了。有了，剩我们的人了。过了。捡道具。可以。怎么有人贪心想捡道具，然后就下去了？我被哆啦 A 梦抓住了，手开哆啦 A 梦。游戏有哆啦 A 梦吗？真的吗？哪里有哆啦 A 梦？真的吗？为什么你的魔兽派对比较好玩呢？有哎，真的有哎。哆啦 A 这是猫咪梦联名哆啦 A 梦配色哎。哇，不知道有哆啦 A 梦联名。不是，我怎么一直在水里啊？抱歉，对不起，我锤那只哆啦 A 梦，我很抱歉。哇！这个也要做点事才是，我赶快丢个鱼下去之类的。被围攻了，至于差点要拼起来了，谢谢。完了，有了，回来了。别的，好，剩你了。就把枪。啊！我被甩下去。有人拿着鱼，狗狗在拿着鱼。好难哦。大树左边的我已经用口水了。谢谢，我被炸开了，我被冲下去。啊，不是，真的，你不要把我丢下去，这只有耳朵是猫牌货。我跑到奇怪的地方了。没错，你这哆啦 A 梦不太一样。还有好电，电了，他刚手上拿那把枪会电。看到了，就是触电的那种感觉。哎不，我挥拳挥着就掉下去了。死掉！给我活嘞！哎呀，回来！我们跟他，哎，完了，要被冲下去。这你了。完了。我是这样，按住这个，哎呀，有回去，可以的。啊，不可以，冲下去了，没了。他这边。他还在跳舞哎，他在 BD， 哎，他在 BM， 啊，对，他在 BM， 真在夸我，还要特地打出来。我怕被检举啊！哎，我抢到了！我有肚子，我露一个肚子，好像我只有哆啦 A 梦看起来很开心的。他是值得开心啦，他很猛哎，不是哆啦 A 梦啊！可以点大家赞哎，真好棒！我忘记可以可以啊，加了。你可以你可以连弹啊，哦，但是有事情啊。狂战呢，一战。狂战士那，个申请添加我好友，我要怎么答应他？这样吗？哎呀了，塞菲尔现在是我的好友了。哇，大间交到朋友了，太棒了！有朋友了。我刚最后看的就是最右边那个擂台啊，他是加肥哦，哭他啊！肥类，加肥猫啊，他那合个，理啊！对他那个山壁上面会有一个看台，真的是一只很像加菲的超大猫咪。哦，感
觉很恐怖。为什么塞菲尔从来没看过这一张图？应该是新的图吧？应该是以前玩的时候没有啊。应该是新为什的，么你的新手教学那么好玩？我也不知道。我动作很像约翰·契夫塔的舞步，那个黑色追气力那一个吗？还是？我觉得游戏里面有点内蛮美观了。是我吗？不可能吧？不是，这应该是其他人的。听起来啊，是那个哈士奇啊。对啊，你可以设定把他们关掉啊。送给花花。那个我是按手把的方向键，手把方向键，然后再加右滚轮。来，开始。怎么有人游戏开始了还在看那个？还在看设定吗？啊！完了！我打拳打输了 ，no！ 你们不能两次打我。怎么蓝色刚才在互打笑死了，他们感情不好。不想挣扎，跟我一起下去啊！不要跟我一起下来，你不要躲我！不，我本来想拖人家下来的。哇，我烧起来了。先剩我了吗？没了。可恶，好讨厌！好讨厌那个每一次火烧的时候，都会有人想要一起接那个火烧的寂寞。这真的是没看。可恶，那个想到的梗都差不多啊！看来大家的思路真的对，思路太过详细。他们开始那个山崩，延上了，烧起来！修起来！延上了，哇，我烧得很严重哎！哇，谁丢炸弹了？哦，这个很，哎，下去吧你两个。完了，我完了，不妙。哎，没事，没事哎！起来了，我被炸下去了。那一颗整空了，他回来了，还想上来，完了。没事，可以，他烧起来了，他要下去了，他应该回不来了，他回来了，他居然回来了！哦，居然还会倒数计时，不是这两个太会升了吧？好强哦！好厉害，他们狗到最后哎，一个赞吗？完了，蛋，还给我跳舞！他们又一个 BM 的，就会在那边说，看看是谁狗到了最后啊！不要杀我啊！救命哦！下去吧，鲨鱼。又是我！对，哈纳斯，怎么伊里飞出去？为什么会打到飞出去啊？主游戏里面好像有人在哀嚎。变斯达一样。哇，对，就是可以印证。加油，战斗机，我相信你可以的。他怎么又爬回来了？我一丢出去又爬回来了。对，帮我丢他！不要丢炸弹！哇！怎么又是那只狗？完了，腿也下去了。不对，又是他狗到了最后。他在跳舞，哎，可以回来了！他晕了！完了，两个人都在晕，两个人都被石头砸到。好哎！老天站不起来。飞出去！踩到香蕉皮，丢一些东西踩他。完了，我准备被炸晕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不用怕！什么？那鱼到底是要干嘛的？这是我一拳。哎呦！丢下去！下去呗！高级，好厉害！
好 carry 他怎么还在啊？哦，我讲说他又回来了。不可能越过我的剑尾。他不是剑尾，哇，他越过来，他怎么又起来了？哎啊！你死定了！冷静一点。在左右互搏，好可爱哦！啊，这个快丢东西，哎快丢东西砸这一只狗狗！啊，看着好焦灼哦，战况，我了。战况好焦灼。有了，他倒地。哇，好 carry 哦，太猛了。好，刚刚杠上就是他了。起码要带一个走，起码要带一个走，要死起码我也要带一个走。我被加菲打爆了。是我咖啡毒。OK， 感谢，有。啊！我被加菲打爆了，哭啊！起码要带回。怎么把它丢出去？怎么丢嘞？还没学会如何把人丢出去的动作。啊，烧起来了！啊！收开！修起来啊！有谁要水一起是？你起码要跟我一起进这个火堆。有了，加菲下去了。有。那是4打1，可以。这应该是给你们练习的好机会，靠你们。谢谢。我好像互扁了。不要互扁自己人。我就扁他自己了。啊，他醒了。我一直在扁他。你干嘛？好累，不打，你打对面都没打中准人打。太离谱了！哦，天哪！你们把它举起来之后，然后再按攻击键就可以把它丢出去。但是要在它晕的时候才丢。啊，对不起，完蛋！有人他出去了！可以，有赢了！耶！他应该剩没多少血，他应该。耶！哇，刚那个画面很精彩，那个伊里直接2拳就是把火子跟塞菲尔打晕的，超好笑，好强哦！直接倒下，打自己人毫不手软。天啊，真的是太荒谬了！救火车！有了，完了！哇，跟我一起下去吧！行，爬不上去。2只啊！加菲！哎，别啦！我被打晕了，修起来呀！烧干！哇，好烧！完了！1.2万把加币！我天，为什么又有？修起来！加菲把我打飞了！我直接下去泡岩浆。啊，来不及！有其他角度可以丢到这里哦，其他角度就可以。哦，他飞了，还敢捡炸弹啊？是怎样？嘿，那是一个翻下去。嘿，啊，来不及，没血，来不及了啊！可惜了。努力过了啦。可以，我们打的有来有往。可以。哦。啊！别！哎，为什么我晕了？对。啊！你被丢下去了。哎，那挥拳挥到了。我被打到油剂了，等一下。啊，我死了！太痛了吧！不要抓我！师傅，你抓的是我！你抓我抓的开心。3还有机会，3打3还有机会。对，我被抓住了，我被打晕了。啊，我被石头撞到了。对。啊！炸弹小心！我挺住了。有3打2哦，可以哦。哎不，哦完了。这个加菲猫好难撑啊！那don't ditch me。这回我起不来啊！2打2。严家玉。躲一下！会躲炸弹躲一下！啊！耶，炸到了！炸到这只。如果他
如果你抓他，他已经在挣扎的话，那你就不要再抓他，要不然他会把你打晕。哦，好，我发现了，伊迪要不要推下去？伊迪晕了抱歉，啊！我帮你把他拉回来了。躲下，可以。他晕了，没有人是醒的喂。我在努力按呢。哎，赶快我也丢个炸弹。哎呀，小心炸弹。好，好，一起死，好，赚了。赢了。赢了。如果他血量不够的话，赢了。应该是不够。耶，成功好了，强哦！险胜，我苟住了。看看是谁苟到最后啊！这很重要哎。苟住了。搞到了！哇，我还拿到成就秒鞭大师！耶！我看起来好开心哦，脚脚上进了，很开心哎！哇，伊迪这样好可爱，很拽哎，我很拽，真的好很爽。可以，真的是在画面中间。对啊，这游戏丢道具还有物理哦，还有什么风速抛物线，好严格，而且力道也有差，真的是，小看，真的这么精细呀！被砸晕了，真的是我笑到不行了。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是什么游戏？我听，哎，啊，有玩家离开，有玩家离开了，我唐突变队长嘞！哇，哎，不会断线吧？有可能哦。再来一集。哎，是谁断线了？谁？哎，我看我们4个都还在。哎，我看到剩3个了耶！哎，对啊，奎宇谁走了？我这边看奎宇还活着。还是要先取消配对啊？按取消吗？那我先取消。我看一下，哎，对，这里我现在是用恐龙吗？右下角少一个。对，右下角少一个。我还在想说，同局玩家上面有出现他，可是右下角少了个人。嗯，对。而且奎宇也没讲话，是断线。奎宇的网络是不是 not good 了？完了，逊了，完了，网络掉了，网络出事了。出事啦！那我们现在是可以开始集体讲他坏话，然后开始搞心结吧？你知道背后我跟他无冤无仇，不能这样。开始不？大家都无玩无想，唔要安尼。在飞位，那应该是无玩无想。这跳出地线完了，他已经听到刚才塞菲尔讲的话了。尊重奎宇生气。吴一刚哎。等他回来看看。他回得来吗？他有办法回来吗？他 Discord 断线了。完了。他把我们淡掉，不是我们丢掉他，而是他直接丢掉我们。不是我们排挤他，是他排挤我们。啊，对。那塞菲尔要偷偷的去看一下他的台，我也去看一下，我也会看一下我。还是这是他的目的，他就是想要那个大家偷偷的去看他的。对，大家转移过去 Twitch 那边。太阴险了吧？哪有这样？就是想要大家好卑鄙啊！哇，心机。他突气，那突气也挂了，看不到他，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？哇！为什么他的最近直播片段没有出现？为什么他没有出现正在直播？怎么了？完蛋！做什么违反因果律的事，直接被消除了吗？有了，我看到了，他说他网路断了。哦。还以为玩着，突然有人被抓走。喂，突然奎宇就没了，被抓走了，他在呕痛苦，太难过了吧？我们要先讲他坏话，等他还是？真的是。我们这么不熟的状态下，有什么坏话可以讲的吗？那你们来讲主揪坏话好了，请开始。你有什么话可以讲吗？塞菲尔现在讲出来的话，每一句话都像 diss 一样，好过分。
说坏话不是就要 diss 吗？对，不然呢？可是就不熟的情况下，怎么说坏话呢？你谁啊？哇，这也蛮 diss 的，被骂到了，被骂到了。最伤人的话哎。可以啦，没关系啦，就对，就都这样啊，没关系啦，我们懂嘛。对啊，宝箱怪女王对子民都是这样的啊，你看人家也是宝箱怪，不给尊重。这样子吗？公主的特别不留情分是不是？哇塞，人家女王哎，我原本想说那个。我原本想说，要是今天输得太惨，我就直接在那边该说人家女生哎，人家还女王哎，啊不会让你笑哦。结果没有要互贬，没事。没有，太好了，安心。等下火蛇就网络宝箱哎，这也可以吗？这也可以吗？我网络宝箱，我网络宝箱哎，我也网络宝箱，我还女王哎。对，那也是。你个草，你个野草子凭什么这样喊人家？过分！怎么？你叫他野草吗？烧起来！那太要烧起来！这可以。太过分！好笑。因为好热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好恨哦！怎么这么过分？他说他要重开了，我们先玩，我们又要开始那个了吗？开始赌那个，我们跑了几圈过后，他会重新回来。可以啊。伊利要来体会刚才那个其他人的感受吗？伊利没玩到赛车。对哦，我拿到一头牛叫瓦力的。我也拿到了。你有新的角色可以用的。哇哦！还是我瞬间装个水，我马上回来。可以啊，大家中场休息一下。小休息一下，我装个水，水快被我喝完，笑太用力了。那我来扭个蛋啊。OK， 装水。这个10连抽有保底吗？好像没有。哇，居然还有10连抽可以抽，好羡慕。没有，我没有10连抽，我只能抽单抽。抖漏，你还乱买东西，好快乐。那请问我们尊贵的女王平常都在做什么呢？完了，这是那一个吗？亲朋好友没有什么话可以说了，所以只好。对啊。过年亲戚过节的时候，想不到要跟小朋友说什么，就只能说啊，那个美美啊，最近那个，最近学校在教什么啊？那个啊，你考试成绩怎么样？啊，这么低哦，隔壁班小明，太过分了吧？人家隔壁小王，好尖锐，讲话好尖锐的家长。有时候明明也不熟，是在尖锐什么东西？明明也不熟，怎么 diss 我的？怎么好意思要求那么多啊？真的哎。平常在做什么？在迷宫工作，工作完之后就睡觉。好可怜。2点一线的社畜生活不得，我明明是女王，为什么还要工作？为什么呢？你都不工作吧？真的哎，请你各位子民好不好？加油一点！请你各位观众加油一点好不好？汇个200万到本女王的绿界里面啊，分次汇，让我投一下这个赠与税的部分。它上限应该也没那么多吧？单次的上限。单次上限没那么多，一点一点的分个200万给我，就可以让我暂时就可以让本女王暂时不用工作了。还特别说暂时。嗨，可宇，你有200万吗？不对，你不是可宇。嗨，伊利，你有200万吗？啊，欣姐啊，人家颜色差那么多，然后你误会人家。耶，解锁成就了！哇，叫错联动对象名字，我也有这一天。看着我的时候想着他。别的男人，你为什么跟着我手找别的男人的名字？开玩笑，我男人很多的。
哇塞哇塞！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，是你鼻子犯的，是我鼻子犯的罪。救命！可惜没有我的贵。哇塞！可惜没有你的贵，这个好棒哦。要开车了吗？卡丁车不是。你干嘛澄清啊？喂，我差点，我突然觉得越描越黑的澄清。不描没事一秒就出事，我很抱不歉。特别说很好。哎，等会我现在是队长哦，所以是我可以按这个开始游戏吗？哎，对，就是你，是我哎。可是女王哎。哇！现在开始加入游戏的都先汇个200万给本女王悠悠。我先退这个脸照了。不要啦，不要啦，对不起啦，谢谢大家，对不起啦，对不起啦。感谢大家，我很开心，感谢你们。没了。完蛋了，后宫师。有了，赶快转移话题，我来看一下观众的留言啊。什么有观众问本女王说，以后有机会开猛送派对的友人场或观众场吗？加入会员就可以。你们怎么看？那个付钱就可以参加。对，加入会员就可以跟。回来了，他回来了。这个伊里没有办法像刚才一样体会那个，其他人都还在，只有自己不在那个卡丁车的世界了。哇塞！可是可以还没有声音。他有回来吗？我看到他把他重开一下。他的迪斯科回来了，但他没有声音。灵魂有回来吗？他的他妈斯也有回来。不先取消排队吗？好，取消了。没有声音。下面可以选模式哦。对。我刚才没有选下面的那个卡丁车的模式，所以想说怎么配对那么久。回语还活着吗？Iki Day Are you okay？ 我要接的是那个 Michael Jackson 那个。你还 OK？ 你还 OK？ 你 OK？ 你对，顺哎，可以耶，刚好2个音节，而且音又很像。要先打赢慈善扑克大赛，到底？为什么卡丁车也会要配对？这是个好问题。刚才你们有配对吗？还是我按一个退出？来了，回来了，太好了！塞菲尔终于不用思考到底要怎么玩了，我看不懂。这个队长换人当好不好？塞菲尔看不懂啊！我可以交出队长送你。有了，我们回归火蛇了。那个对话框是你成为了新的队长，好吧？太无奈了吧？勉为其难。身为女王，哪有在做事的？都是交给下面的人在做的，所以来你当队长。OK， 好吧。现在我先加进去。你先缴一下网路费之类的。接受。完了，塞菲尔讲话真的好过分。有了，出现了，加入了。那我们可以开始了。经典吗？太好了。大乱斗是什么？我们大乱斗只能2个人。原来如此。不是还有一个那个模式是什么？抓吹牛的那个我好像也没玩过。这个我没看到我不知道是不是期间限定的。那个是愚人节那天发的，那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那个好像有，但不确定。应该是那天限定的，我猜。不是，你都把这东西做出来了，为什么不放着？你都做出来了，没有必要每隔1年才拿出来啊！又不是 VTuber 的拟态。对，救命啊！我怎么？塞菲尔飞出去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了？我掉出去了！轮流，我是谁？要轮流飞出去哦。要回来！我突然被单挑。有了。队长一言不合就把队员单挑。没有，你已经把队长交出去了，你不是队长。
没有，所以队长才把这个交出去的队员通通弹掉，好过分哇，，好狠哦！好狠哦！夺权了之后就弑君了，一个过河拆桥的概念耶。哇，某方面来说算是啊。如果女王也算的话，我来偷偷摸摸的开个零食吃，想着大家一定不会发现，聪明，就算有声音，我们也会以为是那个等待画面。是不是？超大声，不是在说好塑胶袋里聪明哦！还蛮大的。没有啦，等待画面啦！你看是那只狗狗在吃东西，塞菲尔不会在开台的时候吃的，真的啊。对啦，所以你嘴巴展开了，你已经嘴巴打开了，真的那个的我已经听到了。没有啊，啊，好好吃哦。那草莓口味的好吃。好，草莓口味的，先猜，洋芋片，洋芋片，草莓口味啊？不是你吃过草莓口味洋芋片吗？没有，但我还蛮想吃吃看的。不要！之前好像有过巧克力草莓的洋芋片。我认真说，你们有巧克吃过力的有，巧克力巧克力的有，还没。巧克力洋芋片，好像有我没有试过，我想试试看。它是整层外层包一层巧克力，我有看过。哪有看这成功啊？是先冷静一点完。全超明显在吃东西。没有啊，什么吃东西？这边有还是吃爽没？应该是蛮爽的。听起来，不是，我觉得听起来应该是不够，所以还会继续塞多一点在嘴巴里面。很开心耶，它小小一块的。手工饼干吗？不是哦。逼我，等下去外面拿，我等下去外面拿东西来吃哦。等一下，大家就开始泡起泡面。我等下去外面买。我是往旁边喊啊，那个不好意思，3桌帮我加个泡面加蛋。开网咖是不是？现在网咖是不是都没有这个概念了？现在都是用那个电脑上面的。哦，直接网咖都直接电脑点就好了。那其实从以前就是电脑点餐了。听起来好。所以塞菲尔讲是更，塞菲尔讲是古早以前，更古早以前，年龄又不如。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哦，他们说你老啊。太过分了。不会。啊不。啊，前面为那么高。超过分的，然后一来就穿。我拿2个，好爽哦，耶！啊，我要上去。不是，我们要把糖果丢到我们自己那边之后，再把它拉下去。哦。我就默默拿2个出来了。我说这边。对，拿2个，你用双手抓，绝对会比用单手抓要好。有。我对女王不敬，我死定了。我直接踢爆她的脸呢。没关系，塞菲尔现在没有时间管理，塞菲尔现在要把这个鳄鱼丢进去。啊！等一下，我是要放到红色还是放到蓝色？所以我可以把人丢下来。红色。有一个蓝色送糖果到我们这边呢。等一下。哇，那很好。温柔哎。那他应该是搞错。我们那个橘猫是那只橘猫。他是我们的队友。他让你啦，快去吧！我们。我来了。我拉。OK。快把那个糖丢下去，把那个熊的糖丢下去。我来了。拉，快拉！我跟他作伴。来吧，鸭子。哎，门为什么开？颈椎看起来断了。哦，我拉了。大家一起跟我下来。可以，没事，没事，牺牲了没有分。对，牺牲但是值得。不会回来哦，好吧？完了，折损哦。会回来。有了。原来只是在 CD 而已，我吓到，我想说不会回来了。你以为被丢掉了？在扩大。对，我以为。我的丫，你放手。哈纳西。举得好高哦。你先把它扁晕，我先帮你把它扁晕。好，可以。还晕。是。你从那个要绕路，把它拖过去。休息一下，好重哦！啊，他滚下去了。你左上角那个头像有一圈，如果你那圈跑完了，就代表你没体力。可以了，我就这么默默的抓，默默的拖，与世无争，优雅。
，Eleganto，好，OK，你可以跟着一起下去。我不要，耶！好强哦，躺赢狗， easy，怎么又有人在躺赢？我不小心中，我忙着被扁，那只鳄鱼就是那个鳄鱼一直扁我，烦死了。总有人要承担肉盾这个职业。是没错啦，但他跟我1换1，好亏哦。哎，我抢到中间的位置了，好我差一点撞到中间去，喂，这好快哦！这样这个超快的，快哦！哦，他可以再来一局。对啊，你就是要按再来一局，他才会继续配，不然要跳出去重配一次。哦，好麻烦。怎么有人一直在按赞？我也看起来有一个很酷的东西，这是什么投石机？劲爆哦！哎呦，是咚咚咚咚吗？得，请给我木材。耶，这个就懂了，哇，有共鸣了呢。耶！世纪帝国，得，你们才玩的游戏，那跟我没关系。请给我，世纪帝国世纪帝国投石车生产出来，或是你点它的时候会发出的声音。咚咚咚，请给我木材。请给我黄金，那你要不要模仿一下？给我能不能模仿一下真女在招降的时候的声音？乌噜不行，噜，塞菲尔没有实际在玩那个游戏。乌噜噜，乌噜噜，原来是呼噜噜吗？是乌噜噜，他会哎呦，到底是什么音效？还有他那个女生的声音的配音员是陶晶莹，啊，对，居然哎，超酷真的，中文的是配音，就是哈哎哦，有人直接拿2个。 ，Hello，你们这群霸咖哎，对，他说大咖，霸咖，这模式就是要把那个要把这些炸药丢到对面去，对面也会丢吗？然后对，然后你可以把自己弹过去，天哪，是世界奇观，谁要去？谁要去？要把它弹过去，我好，这里去吧。有个好，飞过来了，飞过来之后呢，就可以把别人揍扁之后，把它丢到河里。好，霸咖，你们好啊，对，谢谢，咱们丢到河里之后，他们就不能够危险的东西，是不是要再一个人过去啊？哎呦，我拉下去哦过去，没有啊，我在这边干扰啊。路上小心。来不及了，拜拜。 ，Let's go，哎，霸卡来喽！太凶了吧可以把自！己丢过去，好，没问题。所以对面还有气滴血啊，我们要趁这个时候赶快把他们的血量给炸掉。哦，突然看懂了，原来是这样子。我被丢回来了，好好玩哦！有人飞过来了，快丢，他们真是滴血了。我先拖住他，我去丢那个。哎呀，这个兔子，兔兔好可怕，兔兔好凶，我们都是兔兔，相见何太急。那都太亲密，都太亲密。他们剩2滴。我这一块的啊，我踢到的是伊里啊！你踢到我了，我要送他回去，回去吧。有了，我们就要赢了，速度他们剩1滴了，拍摄那个内麦没把那放个丢水里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把炸弹全部都丢水里，他们就丢不过来了。我好聪明哦！要赢了。耶！啊，对不起，好，赢了。对面打得如火如荼，有人看关火，对面打得如火如荼，哎好玩欸关火。觉得投石机的重点是丢炸弹到对面爆开就会得分，然后要把自家区域的敌人的炸弹丢到水里，所以有分进攻跟防守。然后我被这边有一个站在后面与世隔绝，哎，好棒哦！哇，我直接把我架开，不可以过去，抢到，我只是要尾巴出现而已。在保护什么重要人士？
哦，塞菲尔是那个《刺客信条》里面的那个。哎，有像哎，只在后面。我应该是什么疯狂粉刚才就拿丝？袖剑我应该是赛菲尔的疯狂粉丝，找你当保镖这样。哎，有像，非常符合我们的那个。随扈，没错，变随扈了。耶，我有工作了，女王给我钱。加卡拜，哇塞，水扈也是要吃饭的。加卡拜。哇，那这样水扈就变随便了。疯狂粉丝都冲上去了。没关系，随便。这个女王我们不用了，送你。变随他去了，Let it go， 直接淡掉。啊！天下第一武道大会来了，太棒了，把人丢下去。队友也可以丢下去，对不对？可以，只要抓得起来就丢得下去。抓到什么丢什么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危险的话题？这就要问问我们的火蛇了，为什么？没有啊，大家可以先把我丢掉那种。看一下 Tell me why 让鲨鱼抓屁股。我只看到。哦，那个老虎抓屁股抓很用力耶。对啊。你肯定要看我抓屁股。鲨鱼又抓了，有了，抓了。鲨鱼也在抓。对，他在陆地怎么呼吸啊？那你跟那个 DC 或者漫威的那个一样吧？而且那个鲨鱼被丢到海里也会死哎，为什么啊？他可能有那个，他可能是用肺呼吸比较多。好废的鲨鱼，太废了吧！每只白色星星哎，好喝。白色咸人吗？是叫咸人吗？完了，没有人知道白之咸人跟黑之咸人。哪一部啊？什么东西？猎人。哎，可以把他们推下去猎人喽，冰起来喽。哪一个？我突然忘记了。哎不，我的冰冻圈圈。哦，果烈奴。果烈奴不是东岛先继承那个绝对猫科时间啊？不对吧？喂，这个人一起猎人他能知道。来了。白色的海獭吸起来了，这好好笑。什么东西？抱歉。我刚我现在很危险，我现在很危险，流语超危险哎！你就扁吧，扁他。可是我就应该学会放手的。嘿，丢个炸弹下去，吓大家。有我被吓到了，等一下啊，我被轰到了。啊！不要啊！我还不想死啊！活了！我想活下去。以你借过。我不要等一下，我被追出去了，太准了吧！非常漂亮的全人打，哎，这个很准哎，等一下，太准了，好热闹，救命！好危险哦！我再给他一把哇！完了，他下去了，不要啊！不要啊！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，你活得下来的。你下去。换他下去啊！完了，要一起下去了啊！可以，手上可以，送下去了！耶！哇塞，很嗨，很嗨哦，很嗨哦！原来是音乐季的牛，超像。哦，哇，我发火了！两只猩猩围攻我啦！哎呦，什么东西打到我？妈，什么东西？哎，等会哦。对，真的好电哦！下去。这边怎么上去？啊！然后周杰伦来了，快使用双节棍。快使用双节棍！不是，怎么又打我？周杰伦认错人。杰伦好痛，杰伦！星星过来，我走啊！抱歉，我的腰子，抱歉。哎，火车可以。啊，这是10，对不起。怎样？为什么颜色不一样？现在有这个了。
闭嘴！不是你，得罪。你是灰人做的。现在怎么样？我怎么每次哇？好，现在开始的话，我被那个往那个负打了。我想打那个黑色的星星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到底又被谁打到了？我搞不懂。真的是啊，对不起。哎不，我的球拍。啊！哎不，不是，走开。哎不，救你，OK。有，去吧你。哦，什么？这游戏还可以装婚，这么恐怖？什么好心机的游戏？就你可以倒在地上，你可以倒在地上不要动。你可以瘫软。就跟平常我一样啊。啊，完蛋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又是。哦，这拳包的很意外，哇，意外。毒轩，等一下。啊，被抓到了，掰了。远离毒圈。哎，然后他们接下来就被抓到了。送你一瓶子，啊，我丢出来了！完了！哇，我还真是第一次看到有人鱼可以丢那么准。我丢出来！啊！哎呦，完了！哎，赢了哎！还是赢了。可以。因为剩余的血量比较多。妈，这个铲铲。快捡！它是越晕越久吗？对，它越音越久。我的铲铲 ，no！ 也是啦。颅内震那么多。爬回来了，想不到。我是被打。啊，我死了。好怕！我拿铲铲的方式，完了！直接把你敲灰。我被敲灰。伊里快丢！不要打我！威力镖！完了，猫掉了，完了！小心！ OK， 没事。哦，哇，我一个走位，这两个疯子一直挥。哇，两个星星很凶哎。啊，好痛啊！我突然在吃东西。等一下，完了，是不是可以？剩你了哦！哎呦，这个炸弹有机会。啊，完了，是我被炸到了。炸弹有机会把你炸下去。啊，来不及，挣扎不了，太远，太高了。哇，他们连自己人都打下去哎。他们很冷，电哦，连电都打。啊，是我。抱歉，把你当成皮亚塔在打，赶快离伊犁远一点。你要打吗？太狠了吧！好危险！完了！鸭子，你就不要上去了，跟我一起死吧！哎不，回来了！救火车！我来了！怎么被他打掉了？打不动。我应该没有 TK 到吧？应该有。伊犁结果，我怕！我为我所有 TK 感到抱歉。可是这些精神，我们还是朋友，还是。你要确定今天玩完还是？目前还是，等一下不知道。目前还是。我想办法先把他们打晕就对了。好，没错，先打晕。哇！这一拳好猛！好，没回到。好狠哦，这是疯子哎！两个一起丢下来。不是，那只有一个，是他们的鸭子挡住我的去路，谢谢。还有一个，死也要拖着你。对，哇，就是那个死后攻击。哇，还有武器不公平！完了，他们完了，两只猩猩跟那个海獭很凶哎，都是活到最后，他也是又在一起下去呢，好可怕！哇，那个头锤好狠哦，直接挥下去。我可以当高尔夫球打，怎么会这样？哎，他们 timing 好准哦。那边，
太重了。啊！这个海獭真的很暴力耶，这样我要怎么教小孩？确定这游戏是可以教小孩的。等一下，我死在下面了。哎不，等会他直接往我屁股打，超过分。坏吧？啊去！完了，我每次都是被那个海獭给。到底谁丢这个？好，是我是我，只有我死了，当然是我。我看到谁就一阵乱敲，我就敲扁他，敲我丢他。敲你啊！撞下去，来不及！好，没事，他等下会更久，没事。哎不，哎，我敲着就下去了。扁他哦！他一个飞踢踢到我了。啊，我菜。啊，完了！可以哦，可以哦。完了，耐力不够。啊去！你老被打到。啊，我死了。我等一下，应该是1打1哦，应该是1打1。哎，不对，那个星星往上完了！他怎么回来了？撑住！的来。哎去！对不起，啊，好多炸弹哦，是怎样？他各种丢炸弹，很凶。我强化了。这个吃到有机会。完了，躺的有点久了。点他！哎，完了！我这边打到没血，等一下。下去吧。那星星有铲子很凶哎，怎么会这样？他是鬼吧？那种双手武器都很猛。好鬼哦！左上角体力越低越容易被打晕。我直接被踩在底下。哇！我在我住进了。好惨啊！好凶哦！好恐怖，这些人。好凶哦！现在人都这么凶的吗？黑暗的世界。啊！哎，有人按赞的话，这一边荧幕上会跳赞出来，哎，好可爱哦。对，超赞的。拿铲子的用踢飞的比较好。哦，原来如此。翻美吗？该不会也可以飞去对面？翻美。对，你可以跳去对面。我一定可以把对手丢进去。反正你跳去对面，把对手的煤丢掉。对。哦。聪明的宝箱怪女王。对，但它会重生啊，会有时间重生。哦，好哎。所以我们可以一直跟人家1换1。好，我很适合，不行，我打不。危险。你也可以跑去对面的车，然后帮他的忙。有人直接冲过来了呢！对，你可以拉对面的手刹车。哎，有手刹车，太好笑了。而且沙菲尔差点就连那个跳过来都不会。啊，我跟他一起换的。你们只要反正就是把煤炭加过去，或者是要去破坏对面加煤的时候。哎，不，我被冻住了。我是一个冰冻的兔子啊！完了，我的煤，谁都不可以抢走我的煤，再把它丢进去的。离我远点。好。这个我被打呀！我被丢下去了。我直接。先回来加好了。有啊！我阻挡他们了，但阻挡一下而已。你有双手武器啊，难嘞。这个要偷偷潜去人家家里面去。对，我们要先把家里人家解决掉。不是，不要把我丢进去！先把家里这解决掉。头部挫伤啊！完了，飞出去了。解决掉他，解决掉他。感谢。哎呀，我在拉他们手刹车，加油！啊！不要！手拿
你抓的角度要对，抓的角度要对。他还来耶！哇！下去他很拼耶！他自己下去，快搬！我们现在进度落后太多了。我没跳成功。先把敌人丢。怎么那么多？突然怎么那么多跑出来？他们在拉我们手刹车哦。我一直摔下去。啊，完了，我飞下去了。这好控视角，怎么会这样？这个丢了，看好过分。人自己。有一辆车。拿不起来。后面他的车之间通的，是怎样啊？不是，是因为他们领先我们太多了。下去，我要踢人，我自己飞下去。不可以。完了，一下去，我被他1-1了，他把我拉下去，好痛哦！进去被杀，你这个坏猫头鹰！在哪里？我要去拉他们手刹车了。坏猫头鹰！关我没他干嘛？Surprise animals！快拉他！啊，完了，他这样猫我一拳！直接猫我一拳，超用力。没救到，左键坏掉了。这个没有，没事，只是操作上看上去像左键坏掉了。没错，他没事。他打到自己人了，来不及。对，塞菲尔倒在一个好危险的地方。屁！完了，被遥超越。啊，完了！他1打3。完了！我被他一直掉到火炉里面，我烧起来了，是不是？我一直被他敲死。我是燃料。一直被他们敲死。哇！完了。哇！来的 kick！ 好，谢谢，失败。哎呦，打下去了！看到，自己人。完了，追不上去。来不及了。来不及了。为什么他们可以从那边出来？真的是谢谢。好难哦。因为他们领先呢。劫车啊！爬一下就爬到我们车头了。哇，他头巾好酷！飞下去了，这好难哦。记得喝水哈，我记得，好难哦这个。我连最后拍照都是倒在后面的吗？不行。我只剩下肚子。我模糊。超糊的。哇，这只鸭很帅。哇。他这鸭拽到不行，没有人看好我这种那只鸭一样，都是直接被碾爆的。他们在互战呢。好可爱哦。了不起哦！按太多。塞菲尔也会。可以按我自己。好，没反应。塞菲尔也会。肯定自己吗？我给你情绪价值。但可以肯定别人狂按，反正我也狂按了。要死一大堆，一直在冒他一个赞。我也一直狂按。集中火力。左键连打。这个。中间那个4-5一直在抽哎，怎么这样？一直有人很犹豫，一直有人取消，一直有人狂按，然后很犹豫，这样太犹豫不决了吧？就是点了又不想点了，一直连打。欲擒故纵，他很懂怎么玩地图哦。
哇，这个要这样飘，感觉好危对，险哦。你要把它那个拉到自己的家，自己内区里面。但是我是飘起来。哇，我们好同步啊！太抓屁股了吧？都在抓，不好抓同时抓。好，去中间，然后把那个东西运到自己家里。哇啊！跳过去！我直接刷下。这个又不会跳。怎么觉得刚好像遇过这些人？对，那个墨镜鸭跟又是那个鸭子那个斑马还在。啊！飞出去了。哎呦！我的气球，no！加菲猫不要抓我！好，完了，掉分了。啊！这个斑马好厉害哦！啊不！我直接被摔到地下。哎屁！是吧？等一下，这到底？塞菲尔不会跳，他们每次一跳就直接下去了，在干嘛？哇！哎妈！我脸呢？要杀我！塞菲尔就在这里等，就不信你上来我就揍他。哎不！快到了，快掩护我！完了，先回来家里掩护我。家里。OK， 来啊！对，完了，被他拿走了。哎，有人我打下来了。哎，我想拿，然后又摔下去了。那里怎么拿？喂，你要从中间啊！我飞出去了，完了，我被打出去了。好难拿的地方哦。给我拿到了。我好像在不太对的位置。这位置很烂。我卡在边边上不去。一直在跳啊！真的一直在跳啊！哇！你要变壁虎了吗？卡在什么地方？我卡在那个角。哎，走。啊，没抓到，完了。哎不，我才刚起来就被人家他们晕过去，甩下来。阻止他们。等一下，我先下去。好了，来不及了，等下一个。好难看懂。这鸭子好凶哦！来啦，恐龙走开！来，塞菲尔冲过去了，又拿了。快到了！丫，快看我！丫不行。安排，有了！再回中间。你小心，你要被扁了。有啊，他飞出去了，我被扁了，刚好倒下来。啊！掉海了！哦，完了，不要拿走了。完了啊！有了，我拉鸭子下来了，我拉鸭子作伴了，应该。没有。我的，抢得好哎！完了，被吸走了。哇，没了啊，可惜了。可惜了。他居然有那个猫咪的，比较迷旁边在的。表情符号连发。拍照不能输。输了！我被踩在底下，好可怜，我直接被踩在
的脚脚。惨了，为什么每次有我只剩手了。每次拍到好看好看踩一点？一直在狂点那一个赞，狂按狂按，狂按。滑鼠有侧键的功能，就是要连按2次。侧键的功能是什么？就是我的滑鼠它有一个叫做开火键，但是它其实是左键的延伸，哦，是另外一个左键这样。哦，所以也是用那个巴塞利斯蛇，是不是？我看应该不是什么，巴它是塞利斯我看它是什么？它是 Fox X-ray， 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。哦，OK，我就去摸，就去那个，在你的拇指的位置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在拇指那一边，好就是滑鼠侧边。不是，就是它请问哪个滑鼠不是立体的？不是那个意思。不是直的，它是原本要是横的问了一个好问题耶。它就是在上页跟下一页的在下面一点点这样。对，塞菲尔都没有研究过自己的滑鼠到底长怎样，这个屁股抓的用力，看起来很痛哎。那个皮很厚。舒服啦。哦，旁边那个也对，也开抓了，还爆抓一边换 skin 一边抓。衣服很多，哇，大家都抓。他都好用力哦。这边有，这边是有跳蚤是不是？合理啊，都动物啊。对啊，都动物的跳转合理，谁带跳转过来的？所以就是把别人扁下去而已，很简单。很简单啦。我下去了。我看到一个同队的，他们把同队的掉下去了。我什么都不要动，应该就没事了吧？不是你赶快动，我快死了。对，我来了。你动一下。我抱歉，我动不到啊！完了，我飞下去了。哇，完 ，barbecue 了。大便呢？怎么会这样？大便。哇，一里不动还好，这一动立刻把我打晕。一动就。哦，那个鱼好准哦。要干嘛？哎呀，耐速下去吧。耶，耐死！哇，好 carry， 好太安心神，了！帅艳啊！还想开看一下？场很煞气的，想说这样冲上去，然后啊打，然后人就下去了。啊打。啊！哎，哇，一直被拖下去了。为什么可以手拉那么多人？有炸弹！他直接把我脸上一拳，太狠了！哇！有药水。哇！完了，太隐形了。我太爱飞机了，我应该这样没有下去。完了，我被他抓着鼻子了啊！没事他下去了。哎，没事。抓鼻子听起来超痛可以。我刚刚看到我鼻子被抓。这边后面，旁边有一只，你旁边有一只。对，就是有类似，耶，成功了。没了。帅气的惨餐。有，你已经入境了，非常的帅。哎呦！啊，伊啊，对不起，你的头好硬啊！对不起，你头好硬。完了。不要抓我！哎不！搞定一只。醒来了！耶，我也杀人了！没事。菲尔怎么把我举起来了？这个才是我的水桶变香肠。我不敢动，我不敢过去。过来！哎不！no！ 不要给他拿。是啊。有了，会出去。
剩一个，剩一个。塞贝尔一直在乱切戏，等一下，怎么被吹耶出去了？下去了，下去了，哎，有，可以。啊，我也下去了。可以。有，耶go。赢了，最后一局场上没有留任何动物。好玩。无人生还。蔡俊好凶哦！可以渔翁，哎，有了，想抢渔翁之力的，可恶！好一算，感情很好哎。不是这个角度变成我跟我存在旁边，对，你们俩我怎么感觉亲起来了？救命！对啊，是这样亲起来了。真的，这张照片一定要存起来。还存起来那个，存起来！友情的证明，哇，感情好出来了吧？太热烈了。搞足球，天哪，怎么这么刚好？天哪，笑得好累哦。真的笑好累哦。然后开辆卡丁车哦。我觉得我第一天玩这游戏，我隔天就烧下来。喉咙破坏者，没错，这个很嗨的。太狠了，这个游戏这。还有外星人可以选哦。左边最左边那一个个，另外的游戏联名的来看我变身抓屁，变身抓，一边切 skin， 太然后一边。会了吧？很可爱。每一只都他要抓一次。等会啦，那个有人在炫耀 skin 啦，好讨人厌哦。他这种洗贴图的，他这种洗贴图能不能检举？很快很快。等一下就检举他。那两只外星人，真正的便便。哎，球，球！什么意思？哎，塞菲尔超不会飞踢。我看不到，我在，我是谁？我在哪里？小心！小心，往前踢！哎呦，有机会！可以。然后要尽量控一下自己的体力啊，要不然体力不够会跑不动。完了！塞菲尔，我们要一个 goalkeeper 了。塞菲尔竟然不会飞踢，那我们就要拖累那个他们队的人了。过来，我揍你！过来，让我揍你！他们打自己人，他们打自己人送过去，可以。完了。你在跑的时候按那个一，就是你的圈圈的话是可以翻滚的。有。我被什么用东西踢出去了？吧 OK。他是我啦。有了，踢人家了。完了。没事，还可以。他又踢了一次。没有，我还没事。球嘞！凶哎！没事。完了，这球的位置不太好。完了，出去。完了。没事，可以。没事，不要没体力了。有，过去。要过去了。回体。碰不到球哎，塞菲尔。然后也打不到人，好难过。塞菲尔碰不到球又打。哎，位置很好。这你拉去看的啊！晕吧，猫咪。有。打不到。这个。没事，可以。有，过去。没体力。快点。怎么会是足球？这
踢金球很难的。好难哦！天哪，我再也不会说那个皮球，我再也不会说那个足球比分只有1-3什么之类的感觉。那已经很高了，其实。拿不到，完了完了，球门，没事，可以。哇，等一下，完了，能不能倒一片？哎，这位置好，你也给我打我！哇，有丢过去，有，去了，不是，等一下，找我了，你们冷静点，不要内讧。我要翻滚，怎么会粘着一只兔我要那把，怎么我要会粘着一只假摔兔子，裁判快追上！我要假摔，裁判快追上！再拜，裁判，这是场不公平的比赛。点过去。哦，有让我打到一只了，我听到非常清脆。有啪嚓一声了。有，可以，机会快！啊！必须要有人在正，他们的队友，必须要有人在正前方。等一下，你要当那个王牌射手。维尼的完了，被推回来了。啊，完了！你知道吗？回防！天哪，好累啊，好累！跟真的足球一样刺激耶！完了！进球了！啊，好难哦！防不住。只有些球类运动怎么都这么难？真的耶，我的天哪，太狠了！还是用口水会不会比较好？可以试试看，感觉很足球。觉得很足球。哎，等会，完了，危险！被打晕，出去！我看到有人一直踩着我路过，抱歉，但是我要翻过去。有人一直踩我身上走过有，可以，有了，过去！晕爸爸同意。好，又退回去。我来了，我就当那个守门员。哎不，有手到位，成功！天哪，我好像比较会玩足球，是不是？有出去！哇，他们有一个一直卡在这里。有人一直守着中路哎，好卑鄙哦！完了，最后倒计时。不妙！被一个很清脆的揍。完了，守不住，差一点点。好难哦！哎，那个白色的那一个一直在逼眼哎，最后他在我面前开始丢贴图出来，真是超坏的，等一下结局他。游戏数值。还有被捉到了，撞来撞去的。远离球门，有，可以。怎么那么快就要结束了？因为我们第一球打太久了。没事，可以，我回到守门，前了。可以，我们找手，可以啊！对，挡住，没事，来不及了，10秒，来不及。赶快趁机偷扁队友。对啊，偷扁队友是这样子吗？趁机偷扁队友。有那个 ID 叫 Punching Bag 的那个一直在 BM。好，检举他。很坏。等一下检举他。可以了，我牺牲我自己把他打晕了。你被挤在中间。
太奇怪。耶！有人我抢到镜头了，嘿，检举检举，之间你拍的最清楚的。好诶，起来，还有叫什么骚扰、垃圾讯息，对，骚扰、骚扰，harassment、骚扰骚扰。 harassment。哎，他有人点赞，画面上就会跳那个哎，一直跳站出来，好可爱哦！赶快给你们乱按一波，好，地图都回归了，好像都玩过一轮了。对吧？我要尽量避免有球的那个地图。球类运动太困难了。先打再说。果然还是拳拳到肉比较适合我们。我在足球找到一瞬间的快乐，还蛮好玩的。塞菲尔的快乐来自于橄榄球。哦，对，真的耶，疯狂打阵，超强的。只记得自己的高光时刻，跟我拿着那个球一直往前，看起来好可怜哦。看起来那个球好像200公斤重一样。没问题，至少你有成功达阵。给他一个飞机，好凶哦！我突然觉得有点可惜，就是好像很少再遇到内麦开着的人了。可以加油，有加油加油。对，我想听他们到底在讲什么。幕后家人应该我被冻住了。哎，哦我要，那肯定。哎，被打到肾脏了。被捕，新世代有2个，一个坏人而已。这样吗？一个可以当那个储备的资金，你也可以拿来买 iPhone 啊！我飞出去了。棒哦！不要买 iPhone。好像买不起。这不是10几年前有人为了一个 iPhone 卖了一个肾脏？有啊，真的有，真的是真的，好像是对面的事情。没错。啊，这个我被打晕了，可恶！让我回去，对，先把就是鳄鱼身上的这个铁锤先解决掉，有点麻烦。算了，鳄鱼你还是哦，站在火旁边。我丢，这个火我丢。最后算自己。到底，哎不，我被完了，被抓出去了。我又回来了。哦，有了，成功了，抓出去，那个鳄鱼，完了。啊，刚刚我倒下了，我的屁股被炸开花。我又回来了。哎，县长的屁股在树上。滑倒。哎呦，可以，2 on 2可以的吧？可以的。啊不，来，然后丢东西的人不要乱丢。没有survive。他们剩下2只刚好都是鳄鱼，太会选了。不对，他们3个好像都是鳄鱼哈。他们是鳄鱼队，鳄鱼家族他们2行2状啊，2行2状。太会谐音了吧，喂！太会。你们2行2状庆祝男扁他，恶有恶报。鳄鱼恶霸，完了，哎呀，把你推出去了。哇，应该是我们输，因为我们先被冰起来。不能苟到最后了。啊不，等等，啊，对不起。哎呀，我还想哇，这个被踢得很好，踢得很好，就是踢错人了。对，没错。寒流。哇，这个炸弹完了，冰起来了。哇，说的话一如炸弹。完了。
了，没了，炸烂了，好冷哦，好冷哦，真的好冷哦。沙木鱼。完了这个香蕉完了，有炸弹，有炸弹！啊！哦，踢他脸，踢他脸，剩一个，好踢得好哎，踹他，踹他！那是还有啊！我的脚说想要跟你的脸认识一下，你这样的话，哎呀，潜规盒哈。我把它拉出去这么远，竟然还没动起来。哇，很凶很丞相起风了，还在火边。那个炸弹，凶！丞相有炸弹。丞相他们被炸出来了。没丢到。哦，比较自己的好对，他们比较自己的。没事，因为不在可火以，解冻了，太棒了，刚好。升他。把它拿去烤，把它做成鳄鱼肉排。自己人，小心！好笑。再猫他一拳。人数应该够。嘿，来炸弹，可以，炸弹，行哦。炸弹都炸不到。很危险。没事，有我一个跑下去就行了。冲上来，可以，过，狗到了最后，真的狗到最后了。有了，知道。啊不，我没意见，真的我没意见。有人想丢炸弹，好，我烧起来了，你看。有人透明药水在给我，真的是。对，没错，有人有透明药水，有人喝透明药水。可恶！完了，我冻在外层回不去了。我想说，我怎么会被天好打？黑好冷。黑好冷。又是那两只鳄鱼，很凶哎。这两只鳄鱼活很久哎，好厉害哦！他们是熟练的玩家。哦，剩我了是不是？还有我回得去，我就会好。但我应该可以吧？不可以。完了，我想拉一个垫背，但我做不到。有，快了啊！差一点点啊，完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至少有一个陪你作伴了。对，啊，我应该不应该出去的。这鳄鱼的第一招绝对是飞地。不要抓我，狗狗，不要抓我！哇靠，好猛！有，他们倒一个。以你靠近人，你现在很猛。我全找不到人家，哭啊！小心有炸弹！不 OK 不。跟我一起走，鳄鱼，跟我一起走。要动一个。有啊，还有吗？还有一个在哪里？有料。哎，过了，死光了。过。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帮我？结算前让我一下。有人偷喝。对，我看到了，他在喝哎。啊，透明了。那个是速度药剂。听到他们家的狗。好凶！抱歉。他也我打死这个鳄鱼。你倒一个。可以，我带着这个鳄鱼一起走。啊！跟我走，鳄鱼！别想他啊！
完了，你要跟我一起走吗？可恶！对，没事我没事。我去拿这个龙纹脑。哎，拿到枪了。哦，哎，原来伊里还活着。我还活着，我没事，刚才看到在画面上出现。活下来。平底锅战神。平底锅战士。能撑呢。哇！呀，炸弹直接在我旁边抛的怎样？有应该没了吧？有人应该活下来了，过。我拿他的帽子。哎，干嘛？赢了！耶！好耶，塞菲尔躺赢，舒服。蹭到了，开心开秤啊不，开心开秤，然后就被一拳打倒，躺在旁边，一个不见人，我看起来好快乐不。见人影的角落。鳄鱼镜头会我跑都，抢不到，真的耶，抢不到。完美的镜头角度。给大家点赞，哎，爆按一波，耶！好怀念哦，这种连点的小游戏，是这样子吗？好怀念哦。哦，哎呦，中间那个，看起来很酷哎。这个是什么？因为它会一直往后面，它会一直动嘛，哦，然后会掉下去这样。跑步机。被跑步机支配的恐对，跑步惧。机，然后两边会更快一点。哦，哇哦！害怕。有人什么时候有这只狗？什么时候有这只狗？突然出现了自己没有记忆的 skin。对啊，太酷了吧！有可能是那个扭蛋扭到的。啊，这个是哎，用网球拍，快捡！哎，小心炸弹！哇！啊不，不要！他为什么抓着我？坏！哎，等一下，我被炸出去！炸弹呢？炸弹！有了，哎！哇，他们还有神仙打字，还是他已经挂了？他们手速好快。塞菲尔就这么下去了，上不去。都碎炸弹！那怎么办？我只能丢个炸弹炸一下啊，被前面的人。丢出去了，救命哦！跳！哦，开啦！伊里剩你了，有人这黑猫一直拿炸弹，完了！炸弹克攻击。完了！炸弹怎么那么多啊？都倒了，这关太多了吧？这是炸弹关哎，好开心哦！因为黑猫一直拿炸弹，一直在贴到黑老虎是我身上，丹丹哎，恐怖！啊哇！这个炸弹，完了，我是不是把谁送下去了？没错，我下去了。我天啊！阿笨，等我来炸弹！这边想活下来，不要能够接受我阿笨。有抓到一个，这种炸弹怎么玩？伊里又剩你了。啊！怎么会？大家怎么会？大家都抛下了你，完了，你要被炸下去。没事。我 I believe I can fly, I can fly。哇，直接抓下去，然后很哇塞！哇塞！直接抓下去。好猛哦！他这1换1，这很凶哎，好
可怕，他们都是疯子。哇！好凶好凶！这关原来是会一直出炸弹的。炸弹多到一个一些奇怪的很奇异耶。啊，完了！坐在车上又那边，哇，很会丢他。哦，来了！妈咪不要抓我，妈咪不要抓我！啊！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，可以。想这屁了！哇塞，科技直接飞踢我成功！哎呀，哎呀，好凶科技！完了，有炸弹。完了，热连炸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上不去。哇，很猛哎，这很猛哎，这几个我失败了。好强哦！这几个很强哎，真的很强。他们是不是都偷偷打私下恋？这个是专业玩家，职业玩家是不是？这游戏天啊这游戏有电竞是吗太？猛了吧！啊不，连拍照都是先揍我一拳再下来，没有良心。连拍照都拍不赢哎！我赢了，但是你在前面，有拍赢了，拍赢了，有了，拍赢了，起码拍照有赢。不错不错。啊，对啊，没有打累了。伟伟，喂喂，最后那叫什么？最后一轮，最后一场吗？一场。我以为是最后一胜。最后一胜吗？那是不用睡了。下一把赢了再关台。血之气没有那么发难，没有那动么，难。这局赢了就关，真的。这局赢了就结束联动。因为我上次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，好像是大学，然后那个时候打 LL 打那个 LL， 然后我们从大概11点跟我朋友5排，然后排到大概3点还没赢。哇塞，手胜打这么难过，一路打，好累啊！一路打，怎么4点？坏消息不会赢，好消息可以玩很久。然后想想，隔天有没有早八？杰哥没有，好吧，欢迎你来，那就继续好了。嗨嗨，没有早八就是玩到爆了，没错，真是好可爱。就算有早包也可以玩到爆啊，没有问题。早八就翘啊。不行翘，没错，不行早八跳啊！了，那个爸妈会哭。我是真的不小心，不是我哭。哇塞，居然我是真的好不不小心，孝顺，不小心是真的不小心，大2还大3的时候太混，结果大4还要早八的人了，哇，好可怜。大4还要早八。哇，这什么好累啊。大四是需要去学校的？我记得我大4跟那个早八，我一走进去教室，怎么全部都学弟妹？你可以一进门就说你们这群菜逼吧。懂不懂进每攻天人家说，没看懂不懂得过大4还有早八差的学一听长，退3步啊？大4还有早八的感觉，学一学好不好？我要玩这个有了，我抢到了。哦，这样就打不了你了。对他只要开始玩之后就打不我了，被打了。所以我们要尽量阻止他。哇塞，哇塞，有人的 ID 叫做你老妈在种西瓜，西瓜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怎么了啦？说他的要是 ID 真的叫在种西瓜会很恐怖哎，会觉得这个很恐怖。有火车，赶快玩，我完了。我们不是红色的吗？对啊，对啊。但是我们玩蓝色的也可以啊。只要有玩到就可以。对，啊，好痛哦。就是我们玩为什么会大便在我画面上？等一下，我真的大便在你画面上，我有听有一个错。大便在我画面上，等一下。对，有一个大便啊！我被戴大便帽，赶快玩！有赛费了，赶快玩！啊，他老妈在种西瓜。什么叫游戏天才？游戏天才。啊，
游戏厅还被打倒了。之前，好换我再玩了。可以。我刚才直接从 Harry 的脸上踩过去。我被踩烂了，谢谢。踩。哦，好痛！啊，快抢他！有，可以吗 ？Yes， 有抢到！哎，你被打了哦！完了！一直扁呢，这些人。不是，他们对我们的游戏机台很坚持。但是我也对他们的游戏机台很坚持。对，我们现在换边被爆离开。强制驱离。你妈在种西瓜就是想那张花凹回来的时候用，真假的？这样用的吗？不是，这直接被往旁边可恶，扔。玩不到。我觉得我们得先同时把2个打晕才行。有人玩到，抢到了。是。我先把他们赶开。我们对面的机台也是要拿那个钱跟钻石。对。你用对面的机台，可是我应该要用对面的机台自杀，应该不是吧？我不知道，试试看。我认真看一下。哎，好哎。你拿金币之后，我们会有分吗？好像没看懂，好像不会。我应该要吃炸弹了。对，你应该要抓到1点。我说你帮我抓起来。我好壮啊！也是我在玩。我不会让你们碰我的游戏机台的，香的被敌军。可以，我们分数比他多。你去抓。啊，完了。不是。好。2只海盗。玩到了。有了。香的没有一个狗狗。No。我一直在被往远。我们分数有增加了。等一下，我把它搬走，你赶快玩。哇！可恶，他们2个默契怎么这么好？现在是3个人过来编我。3个人好凶。可以。抢到了。有，对。哎呀，对，马上就被抢下来了。吃不到几个，差一点，快醒啊我！啊，快抓！抓到了！Nice。耶！是不是？我马上就说了。游戏天才。太强了！我就说了，拿完1胜了，真的拿完1胜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就会有人说再来1局。既然赢了就要继续赢下去。乘胜追击。对啊。我怎么挤开？我投入进了。那我被挤出去了。哦，好可爱哦。所以伊里是倒在右后方那个吗？对。完了，伊瑞被 NTR 了。好，是这样吗？好传奇。好。他看错，火蛇看错海獭了。哇，好难过，这是什么替身文学？这是什么东西呀？哇，这还真是一场精彩的联动。好，那要关了吗？我可以啊。我虽然有点想要玩他的卡丁车，但好啊，伊利没有玩到卡丁车哎。我们应该陪君子玩一下卡丁车。不是这样，好啊，这么舍命吗？也不至于吧？因为人家都是舍命陪君子啊。好，应该最后用卡丁车收尾吗？好啊，好诶，赞成。感谢。可以怎么出去了？可以走了，让我进去。有，进了。然后你要取消掉经典模式，然后只选卡丁车那个。它卡丁车是可以，就是我们4个跑就好吗？还是？对，还是
如果没排到人的话，就会4个爆。哦，一起发出的感叹。这是第一次，没有用都不过。熟。但是火蛇要调，火蛇要调。啊，我是队长啊，对，你是队长，你是队长房主，还在，然后你把金币还取消。在混呢。还在忙。还在吗？那你真的是好。哎，配到人嘞！哇哦，好快！嗯，上海，看你东方明珠都有做哎，好酷哦！这东方，不过这东方明珠有点太远了。我好想要玩新的那个马里奥赛车哦。哦，它可以逛地图哎，错，它那逛地图就是很酷。好酷哦！嗯，它那个赛道可以变成开放世界地图，然后慢慢撸，慢慢看。可是那游戏有点贵。确实，想买的游戏都好贵哦。而且还要等Switch 15000嘛，然后游戏本体$80，超级贵。有含那个马里奥赛车，如果有含的话，大概1000多啦，就是大概游戏大概1000多。可是之后你买的其他游戏都很贵了。哎，确实。它要怎么按？哦，你手把的话，你的 L 度是加速，有了。然后你的 Y 或是三角形是甩尾，有。然后你的 R1是抱歉。干嘛呢？我很抱歉。兄弟，没玩没修。今晚有啊！但我也跟前面的有。哎，谁丢我？拍谁喽？路过。啊！有鸦片，好是我。真的也是你耶！哇！对，被听到了，对你放电了。太害羞了吧？哎呦，都放那么多次了，怎么好害羞？塞菲尔错过了什么很关键的对话，可恶！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哦，你是你哦，有便嘞！什么东西？为什么我画面好是我丢出去的鸽子。对，就是你。哦，没卫星。哎死啦！有心叫那边给我抓起来。哦，你都这样随处。不是我，是我丢出来的鸟。天大爆懂了，那都是那个110的。不太对。废料。已经懒得承认，已经懒得否认。默认了。也不是不行啊。好委屈哦。怎么会这样？这时候直接丢，恁讲的拢丢啊，讲的拢塞进去。不要承认，形象。别承认啊！可以啦。对啦，没有，现在第7名好后面。我看不到那你前知道我第面的。8吗？你这种感觉就是什么啊？我怎么只考70分，好烂啊！我50。我觉得我这一次都没有读书，一定会考得很差，出来全校第2。太过分了，这种。那边有一个人好恐怖的，他都飙过去。应该是我。彪仔。怎么了？我变成机械猫了。哦，好。找蛋鱼。塞菲尔也可以变成机械猫。完了，感觉他来不及跑完全程。好。有了！哇，第3呢？第4，好哎！我 A 到第3了。哦，好玩呢，这还行。火蛇3秒，火蛇啊，第7有人在。有点强啊！过。赢了。好了，还行。有赢一个也是赢。
可以可以，哎，有了，爽了，爽到了。爽是不是？对，玩完赛车有爽到，可以蛮好玩的可以修了，好玩好玩。那赛车还蛮不错的，很久没有玩这种赛车游戏了。简易版的马里奥赛车。嗯，很好玩啊。之前都是在 Steam 上面玩那个音速小子赛车，哦，对，好好玩赛车也是这种的。真的。为什么音速小子需要赛车？他不是跑得比车子还快吗？哇，你问的很好哎，为什么音速小子要赛车？跟他平衡实力呀，就是太快了，平常都跑的太原来快了。那是限制器吗？对，它是限制器，因为它有其他 Sega 的 IP。啊，对耶，不然根本不用比。那他收赞助。就是你们应该会有那个，你们应该会有那个扭蛋币，可以去扭新的动物出来。等一下来试试看。它那个商店里面，商店里面开转。开转，看看是用那个绿真奇那个绿色的钞票换成那个扭蛋币。哦，完了，我只有一个对，这一个扭蛋币。如果出来是金色的蛋的话，那就是 SSR。蓝色的。哦，小红帽兔子，谢谢哦。来了，小红帽的兔子很可爱啊！你看塞菲尔都喜欢用那个。可是你已经用了，我想要用其他的。灰灰的。抽到一个紫色的，我抽到一个普通的哈皮的狗狗。这是什么？抽到一只像河马的东西。我有绿色的甜甜，可以再抽个几次再抽抽看。可以用120去换。换哪？绿色的了。我只有200可以抽。我抽到老虎火焰拳王泰戈。绿色的。绿色的。好，我觉得我的都很普。凶巴巴老虎。然后它商店有一些是可以直接用那个骨头币去买的，就你有骨头币跟绿色的钱嘛，还有些是可以用骨头币去买的。那你今天看到那个穿睡衣的加菲猫，就是可以用骨头币买的。有好多角色，好可爱好可爱。我也有猫头鹰猫头鹰好可爱。你这游戏好像也是需要大量氪金的东西。都是买外观而已。没错，对啊，外观。太狠了。对于喜欢动物的人来说，是个非常可怕的游戏。对，太危险了。喜欢小动物的人，哇，这好可爱，都去全部买下来。危险。我还是觉得兔兔可爱。这只猫头鹰很可爱。那个猫头鹰好像还有哈利波特的造型。对，还有哈利波特，那个要用扭蛋去扭。太酷吧！很会联动。它出很多东西耶，就好像很会卖哦，这游戏很会卖哦。好像很商业头脑很厉害哦。但很会把我钱骗光哦。好像刚发薪水钱就要没有了。还有蝙蝠蝙蝠好可爱哦。不行啊，它不可以每个角色都出这么可爱啊。真的是哦，真的不优很怪抵制啊！不是，你知道它很就是它那只猫有5个造型，然后5个造型里面，它每个造型里面还有分不一样的颜色，超狠的。太坏了吧！好强！等一下，它还有，我看到一个超适合葵宇的，它有真的黑色的乌鸦哪一个？我怎么没看到？最后面瑞文。最后面。瑞文，有这好可爱哦！
可是他为什么没有？他为什么是写暂时不能购买？什么意思？它应该是商店轮流出来的那个东西，就是它商店要轮到这只角色的时候就可以买了。那只是商店刚好没有出现它。太卑鄙了！这个游戏，我想花钱，我还要看时间。叫你每天都要上线看一下。哇，好狠，好狠！等会这个叫糊涂的猫头鹰也好可爱哦！我的天哪啊！不要看，等一下不要看，等一下那个，对啊，等一下那个卡片又刷下去了怎么办？已经很真的久了。是卖垮，这更快了，可以按了钱消失。卖垮。你们在哪边看那是其他角色的？对啊，我有。看你看有个角色列表啊，角色列表。哦，看一下。你就回到最前面那一页有个角色最列表。初的起点那边。哦。离开队伍，然后回到最初的起点。我的猪叫做培根嘞，太过分了。真的耶，真的吧？天哪！我感觉这种还可爱。他有卡皮巴拉哎，他倒数第二只是卡皮巴拉。卡皮巴拉，它叫芭芭拉。我爱洗澡，皮肤好好。这是升级奖励的耶，哇塞！你要升级到125级才可以拿到这个水桶。那也要玩很久呢。这个现在也才35。好可爱啊！那还有那个企鹅，它企鹅还围围巾，它企鹅也超可爱的，真的是，真的是很想买。吃饭、睡觉、打东东，哇！50年前的打东东哪一只？那个小企鹅。企鹅有橘色围巾的那个叫球球大的豆豆。那请问，那我觉得应该有一只角色叫豆豆。有在他左边真的有一只叫豆豆，左边好可怜，好可怜。啊，这是豆豆不就是那个嘟嘟鸟吗？对，好啊，打到人家绝种。对，打到绝种。那为什么看到这个豆豆，然后他又说在航空公司实习，我的脑中会闪过某个那个刚好痛的东西。讲话都是某个会笑嘻嘻的说那个让我贷款买房的那个。2只邪恶狸猫让你那个贷款买房子，在那边在小岛上你要还钱的那一个。那个机场那只是嘟嘟鸟吗？是啊。是嘟嘟鸟。你看这个游戏很故意，他说在一家传奇的航空公司实习。太差别了吧？应该就是捏他那个。脑子突然闪过了不太好的画面。讲话，还有一只每天在喝 whisky 的狗狗。欧美那边没有卖茶，然后他们都以为，其实会每天喝的都是 whisky。救命！对，我看到，好讨厌我这个游戏的 skin。我看到不是有那一个锤子叫锤子的鲨鱼吗？他点进去有一个波塞冬锤，它下面的小字是写“请你直视海王的眼睛说话”，怎么直视？不是他2个眼睛分开了，怎么直视？要看哪里？这游戏也太悲了，蛮严的。确实是有这个，该有这个感觉。太坏！不是，他锤子本人有4个颜色啊，他腹黑锤子是腹部以外都是黑的，反的吧？真的。他尽力了。他努力了，这可能是那一个杀了金 skin。有像。我是萨摩耶，好可爱。什么有萨摩耶？还有黄金狗狗，叫雪诺的，好可爱哦！他啥都不知道，啥都不知道，很符合萨摩耶的风格。
不要看，赶快关掉，真的不要，信用卡它要死掉了。我已经关掉了，避免我把我钱包拿起来。额度已经归零了。不是，今天才9号就给我归零是怎么回事？太快速，冷静点。那我们这个欢乐的联动就到这里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吧。耶！感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哦，笑得好累，希望大家还是朋友。是啦，是吧？我们今天没有选择互殴啊，我们今天是合作关卡哎。我们是不小心这么和平。还是下次真的来互殴？下次哇！冷静，chill man。塞菲尔只能想到塞菲尔在那边喊说：“可是人家女生哎，没事啊，这一种话了。”好，那听到这个一定要扁，不要啦，我好实力扁。下次就互殴。然后我已经准备好，就是被扁之后，那个可以跟我说菜就多练，我就太狠了，检举破防，各种检举，等着被人家骂，然后还要检举人家，钓鱼执法，太会了吧？太狠了，很过分的。那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啊，我们要照顺序稍微跟大家道个别之类的吗？好啊，在离开之前的仪式感。那个主揪先吃，吃什么？先要吃哦。主揪先吃，先说拜拜之类的，还是谁先？好啊，我先。那个谢谢大家今天来，希望下次还有机会。菜就多练，好，我练。希望还是朋友。我会把这游戏放着的。还行。塞菲尔会先把这游戏删掉，然后有需要的时候再下载回来的。太棒了。博群。可能会先把我好友删掉，有需要的时候再加回来。加回来的时候还说：“我们上次有加好友，我们上次不记得有吗？”见安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上次因为一款游戏决裂，太快了。好，那下一个换谁道别呢？那我们谢谢我们的主角陈火蛇，对吧？对啊。好怕讲错人家名字，我真的很难。火蛇应该是蛮难念错的。那好歹是你的子民不可以认错名字。哇，就是因为是子民才会认错名字啊，所以那个很多啦，一般都是叫 A、B、C 的嘛。OK， 那你想要叫我 A 还是 B？ 宝箱怪 A， 宝箱怪 B， 宝箱怪 C 的。说不定他说，那边那个谁？确实。哇！你过来这样。哇！太狠了。那再次谢谢我们的长火蛇，那下一位。要换谁？就伊犁。你们剪刀石头布。伊犁啦！我来。感谢火蛇酒团。虽然说我今天差点就是晚餐是狼吞虎咽吃不完的，我突然想到这件事情。之后可以，我会先把这个游戏删掉，我再想办法。是怎样啊？没有想要打开，再想办法把好友删掉。是不会把好友删掉了。好狠！之后也可以来挑战一下其他更有意思的游戏，有意思的。可以的吧？下一次。我哥不要，我哥。但是哇，突然就纠缠起来了，爱恨情仇。好，下面喂。那就好了，换我。OK。好，那感谢3位这次陪玩，我的游戏不会删掉啊。有想被扁的都可以再找我，谢谢。扁我，这都是靠推来 carry。但是我们可以下次可以，我其实还蛮期待超级机马的。那个游戏超级机马。
这个游戏我相信火蛇有捡过我的精华，他应该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塞菲尔买了一大堆，可以跟别人一起玩，或者是什么派对游戏，买了一堆放在实地，然后都没有动过。我懂，直接开一个人玩不了的。买了一堆一个人玩不了的游戏区，然后就集中在里面，再也没有打开来过。好可怜，真的好可怜。好难过。买游戏要付朋友，他没有先写在里面，厂商的疏失。他只有写玩人数而已。如果买游戏付朋友，那才卖500多块，太廉价了。那有点太可怕了。可能要几个金币，你可能要500多块加几个金币这样。以前的真的金币啊！好了，那我就到这边，感谢3位。换下边。就是谢谢陈火车今天主角，然后谢谢伊利跟奎宇那个陪今天那个一起玩。不好意思，那个有很多地方不太会的，会有点雷的，那个再麻烦几位见谅了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。对，因为我也是不会玩的那一个。谢谢，没关系，你的那个新手教学特别的华丽。对，到底为什么？你的内容，你的新手教学内容好充实。真的，新手教学内容超多。真好多啊！塞菲尔，等一下记得要给通告费哦。对，那个等一下没有，不是应该是主教给的吗？就以被邀请的角度来看，应该是火神要付这个朋友费啊。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主角不是塞菲尔吗？你与塞菲尔无关，与塞菲尔无关。大概2天前他私我说要给500块，让我今天有出场的机会。没有。等一下发票开过去。没有。啊，你这个统编开错了啦，等会开手开重开。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大家不要造谣。塞菲尔朋友很多的，只是大家看不到而已。听起来好可怕啊！是怎样的？听起来好可怕，或是听起来好可怜。那总之还好我都直接说我没朋友。主角，然后谢谢大家今天来看台，然后很高兴可以今天认识的几位。现在说朋友会不会太沉重？会不会太快？可以啦，好可怕！距离感抓不到。To you, it's all up to you。可以啦，而且你就不把我们当朋友也没关系。对啊。不行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塞菲尔都会说啊，很高兴今天认识这几位奴隶。对，我刚才也想说要讲奴隶耶，我也是没差啦。不是你想当奴隶早讲。不可以啊！他这边有一个子民想要直接晋升成奴隶了，这是晋升吗？是还是晋升啊，距离更近啊，距离更近耶。是这样子吗？地位上而言应该是被贬了，但是距离对，所以奴隶是奖赏的一种，是不是？在业界来说可能是哦。我不知道，就各位观众可能是哦。越来越乱讲话了。现在年轻人玩的好滑，塞菲尔已经看不懂了，但塞菲尔还是那个年轻貌美的大姐姐。对，好的，好，OK，好的，没问题，懂了。好，赞，懂。对啦，是这样，哎，你是公头君，你一定快麦啦哈。It's good。对，情绪价值给的很足，应该可以当做朋友吧。好温柔哦，谢谢大家。我是专业鼓掌跟花香的。太专业了吧？一定要的，气氛。夸虎记得3，夸虎记得3。1则5000，夸虎记得3。一场游戏3000，记得3。一场游戏之间尽提及朋友费。下次合约字要写时间保密合约。哇，真好赚哎！我真的是工商哎，工商合约。突然，这时薪很高哎，太棒了！就以成本考量而言，这时薪反而还有点亏。是亏的吗？你一定亏吧？
OK， 1个小时，好吧，确实。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了再次谢谢火蛇，对，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。那希望各位观众都能够多订阅，然后多关注这几位的频道。嘿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晚安啦，谢谢大家，我稍微收一下。好，拜拜。拜拜，我就跟大家说拜拜啦。拜拜。